歡迎大家嗰度嚟收聽邊咧學嘅呢節目。即個禮拜咧，我人嚟到這邊咧，特別錄音咧是要講安排奧數。安排奧數是蝦米意思呢？咱嚟每個人嘅特別嘉賓，咱介紹特別嘉賓先。特別嘉賓咧，就是這邊老張 producer 豆嘅，歡迎豆嘅。sorry， 別記開你麥。豆嘅你開啊，當然開啊。豆嘅你，但係你而家做緊哦，你廿零號會話話，特別嗰位出現過，會話嗰位出現。唔係阿俊，你我 already request 啊，冇未接。我看到，我別記bằng。阿俊你 live 有 live 播啊咯？啊，有啊，佢哋。admit，OK，嚟，一啲個單，一啲檔每單呀。特別你冇效應嘅。你無佢聲音到你頭毛啫咩？哈 ，Hello， 有聽到哈？哈，有聽到了。OK。嗱，水啊人，嗱一個即係看落淡薄啦，落唔要看 camera framing 嘅咩嚇？再頭你大都俾我鬼掉啦，就證明了你 framing 嚇。香港部。啊，對，到嘅就水，到嗰個點。嚇，即係3分搞，即係冇咩曉，即係跳落咯嘛。嗰隻跳落梗係冇準，哇！你看啊，那是講我 focus 喺跳落啦。佢哋呢邊嘛，唔是？伊唔是咩看咩？可能佢哋領頭嘅時候，一部停沙。你看停沙咯。OK，我當然 frame 啦，你教我一人一半啦。你看豆嘅準啊對，來，別人發即係跳落出聲啫，跳落嗱，我對面啲坑咧，有時你學鬼掉嚟時候。你對面啲坑咧就意思，即係出聲就係會話話 ，Hello， 需要會話話，你有個話363出聲啫，冇聲，當然需要你看到呢邊啦嚇，你當阿龍出聲就係看到呢邊咯 ，Hello。是講就 sweet 夠 sweet，咪悄一買啫，咱咪 real，咪 spend some time 啊，咱三幾個人咱咪本來學見嘅 guest 啊，成個微話話個大媽一看，伊無講到伊幾個數就走去啊，你伊無對對來掉喎，你很係咪啊？尿狗嚇，無對來哦，我helicopter 咪出現隻呢。咩事啊？未必鬼咪行講嘅鬼歌。你覺得嘅好就，我對呢邊咧啊，定落禮拜，我呢邊咧，依看條話咗，依看條話尾巴掛咗，伊唔知，依看條話咧，伊行咁 suddenly 行咁我走了啊，伊或者話個大媽，你是唔是跌到落去尾巴掛？我講是啊，依個一啲邊做緊，我白頭咧尾巴掛都講啦，我覺得我哋幾好。哦，really 啊？即是講一啲邊做緊嘅。哦，伊做工是尾巴關是咩？唔是，伊 office 啲尾巴關喺呢條路。伊使教你咩？就使啊！同埋 sorry， 即係嗰啲 private matter 或者咁，我咁未見到到落雨咗。我只知道你 clubhouse 看到啦，嗰時候就我是只會叫我就使咁定喺你邊。喺邊？我靠！我係啊，定到你叫你咁我定喺你邊，你接入一粒，你裡面倒十邊啊，可能啊。後邊嗬。嚇！講我知道你咁我 order 我去 KL 時，我而家去 KL 呀。後邊。就係我未記啊，講你 order 好啊，我未記是得落嘅，唔知咩香。OK，冇問題。特別我時間講，of course， 特別我譬如，我覺得就派四隻物件啊。香香 by right 啦嚇，講正啦。香香是我自己人嘅啫，特別我未得個招路嘅上邊嘅，冇識就冇，我關係就冇。關係冇。我標誌是樣simple嘅，所以我 by right 應該是隻錢嘅嘛，特別公司喎。所以人哋叫我俾錢上面，我未得個招能俾排隊咯。我記憶也俾啊。別啦，我真係事就實真係事，我不是單單講嚟數錢嘅問題先，就係講佢其他耍都肯定唔講嘅就未記嘅。然後我知道我咪是咪對下，我去 KL 是只早都就 from on my trip 啊，所以我就去到 KL，我是4號去 KL 啊不
嚇對4號去 KL，所以我咪是10月29號搞咯，我4號就去 KL 嘛，特別未必有 time 個啦，我特別我唔知啦。你是10月19號搞，還是9月19號？ 9月 sorry， 9月19我聽到10月19號，我講掉9月19號搞，然後10月4號我是去吉隆坡，所以變做我是叫講唔使被早點嘛，然後我當然去吉隆坡嚇，我個唔是坐，我唔是話車去你知道。喂，即個小金戶嚇，伊較晏冇去，because 佢快估嘛，所以伊較晏冇去，所以我變咗我就坐飛機去先，然後我坐飛機去入面，我未識嘢咧坐嘛，所以我就俾嘢貴啦啊，然後你識鐵路嘛？係 hand carry 嘛？嚇，喂，特別 hand carry 緊料咩？緊料，所以我係買一個 hand carry，我坐 Asia 嚇，我就會買咧 extra weight 嘅時候7 kilo 冇夠嘅嚇，我就會買成日係你較濟咁去。你坐 Asia 你買 extra weight 冇好，你 hand carry 唔是鐵路呢？特別以前你 backpack 啊，是冇定鐵路啊，所以你唔使嘢啦。特別依個一個是講 extra 喎，個 extra 一個。check in 啊，check in。冇 check in 啊，到啲咧7 kilo，特別7 kilo 嘅時候啲 included 嘅嘛，你個講個就 extra carry on 嘅 extra weight 嘅咧。誒點咩？冇學過喎。有喎。哦 ，OK。嗱是講係你嚟講係，不過意思唔是 actually 依個講係你7 kilo 是 white backpack。I mean 意思係 extra 嗰一個 carry on 嘅weight。特別話我開始俾多時我講 consult 咯。anyhow，哦，我咪跟人講報告啫，before 人做奧數先，before 人做奧數先，我咪對邊人噶嘛，唔知冇講按你背個啦，差唔多啦，咪對邊人啦。然後我拍水啊，所以我當劍橋，我是小看啦。頭一個我教別人嘅頭一 weekend 嘅時，人 gather 去新世界啊去幹嘛係咪？讀書啊，頭大家去幹嘛做咩咧 ？First week October 是 October first weekend of October。你唔是 end of October 是 end of September。冇 first week of October。First week of October。First weekend of October，我是講 first weekend of October。出貨咧 ？First weekend 是7號咩？唔是1號啊？1號咧？冇，是2號啊，叫1號2號啊？嚇1號2號啦，所以我是講多好是中秋嘛？中秋啦，人多。我俾佢講我我19號我是去Bangkok啦，所以我係做資料嘅。嚇！要死啊！我驚。係咪驚啊？你咪是佢一人大隻驚啦，咪驚啊 ？OK， 我佢喺店買哦。賣，我叫貴。我叫都大卡嚟啊 ！OK， 你19號去Bangkok嚇？ 2號對。哎呦，死人咩事未去到我嘅 gathering 啊？唔緊啦，我做 virtual 咯。19號，你19號交檳榔，所以19號是中秋節。19號中秋。所以咱做10粒咯。拜個。咱做10粒哦。冇10粒是拜個，8個10粒咯。8個10粒是拜30號。30號。哦，拜六是30號，拜二。對，拜六30號對。哦 ，OK。1號是禮拜。咱9月30號做啦。哎呦，還是10月1號。10月為啥呀？禮拜你又冇禮拜咯？做禮拜。禮拜個好啦，禮拜個只人嚟。哎呦，特別你都冇啲。冇見嘅，我唔係主角，你是主角啊嘛，你是明星，我唔是明星，我是 driver。你配角嘛？配角個規格。我配角。我知道咩叫規格，就使坐我就規格，我知道。規格嗰個咪阿 John 嘅 driver。嗱，個 hotel 咧，個水爆困了，個爆困，個爆債。個爆困乜鬧嘅？OK 就使，哎呦。OK， 你安怎你講咩？我安怎入教會就你講你教大數學裝。我 before 都係教大數學女子啊，應該女子對。特別我知，特別你在我知處下對 ，because 我知本冇屌仔哦。我咪教大學，我出來人行冇娘，人哋我知都嚟美國。哦，แล้วเลยทะเลอันดาวสุดเดียว 得一嚟。
應該自己 end 到嘅阿咧。Marcus 有啊，應該是有啲啦，伊是到理數嘛，當game到處，所以 OK，你使交代下一本嚟使，แล้วOK，咱數錢數講好啦，就係辦學數啊，咱都教大家係停廠嘅，是咯，你比較牛路消標啊！你對嚟以後嘅數喎，你對嚟以後嘅數。唔是 ，OK， 所以嗬，咱暫時是發生禮拜做咯，當11月1號做過營業期，101，不是一，按照咱101就是101，孖仔101，乜仔投票，民領投票啦101。OK，一空啦，然後是咱去哦，咱去空是做老作嚟，去幹嘛？就after that， 我好多 suggestion 啊，嗱 before 佢幹嘛？我快做到攞，你使去唱卡拉 OK 嘛？你諗下聽，你使 perform 往聽咯。唔係啦 ，perform 往聽做咩鬼？你 perform 賣路嘅咧。阿 John，你幫我做我本特別嘅，我 planning 本人就 plan 唔到我真係。係咪嘅？哦，你有代志啊？冇，因為我 actually 我是我 plan 落個planning 本嘅，然後我按個本。唔是落咩？你 key 啊？哦 ，keep it。你是上地本咩？你決定咧是講落 ，OK。哦，你是落新加坡啦 ，keep it 唔是咩？嗰時講落邊嘅咩？特啲吉隆坡南盤。落，我睇就是講落 KL key 上地。Key Penang，唔使講落 Penang。KL Key Penang 落 KL 嘛。落 KL，冇啦，落 Penang 咩？你講落 Penang， 都會咧，一隻 cruise，一落去新加坡，一隻 cruise 去 Penang 就叫落 Penang。一路轉到邊咧？ OK，即係計嚟啦，我數嘅嚟講 ，OK， 即係講下時間嚟講，係咪 dyslexia 嘛？唔使 key 就是落。你發到你咪講落是 key 啊，才講 key 嚟啊 ，key 邊咧？佢先能 key 邊咧？對。所以我自己我是講 ，maybe 你邊點寫？你有做 gallery 點寫咧？我個 key，I mean 個。個佢，所以嗬，你保就講做安尼，哇，就那個數萬都去咧下不咯。唔見啦，都是較早提早下人講嘛，所以10月1號是咱家己做邊咧學經嘅領導幹嘛啊？到底新世界啊幹嘛？OK，暫時成日講成啊，人有咩 idea 嘅講咧是，喂，記我隻暑假是咱去新世界嗬，是雙線你只唔嘅只，一個捕捉了，就人愛來冇嘢使來。哦，成嘅。你冇名下面去下面冇去先咩？免咯，佢都出現咧嘛，對都免定到。係啊，我一路唔是講咧做定到嘅啊。全世界是 free sitting 嘅啊 ，free sitting 嘅啫。外面你等於定得，你唔是講你做定到嘅咩？冇啦，咪你麻煩。定到是40年嘅事啊，唔係20年嘅事啊，40年，唔好等40年嘅嚟傾着啦。40年時都讀大你問要嘛，變成福建流浪經。我啲流浪經嘢咧 activity 好嚟做，好不如 good idea。OK， 嚟奧數，so 奧數咧，係咩數？嚟，你講奧數係咩咧？少年呢？後生，先生，咩？按照你講細漢呢？你按照奧數我都冇明白係咪先。你猜話咧，你聽，你聽話，你阿格猜講係咩咧？奧數，安排奧數 future planning 啊。條本，特別即是專門是學貴先去咧人，成日講我 arrange 樣嘅豆嘅亂係咩物件？豆嘅咳。sorry。冇啦。然後成日講人貴先咧，學被安排，被做伊 funeral 啦，出山啊，是祭名啊，然後按照禮嘅出來嘅會啊，那可能咪叫自己安排奧數咯。對曉，明白哦。OK，明白是講貴先了嘅物件安怎了你就對啊。
係咪新鳥？貴新鳥啊，講鳥你就對啦，你個聽到新鳥，冇聽到新鳥。貴新鳥，對，你講貴新鳥，我就講啊，真係新鳥料理嘅物件。我就講咩新鳥料理？新鳥。解我是聽到新鳥，我聽新鳥。我就想講，啊，就未必人當金人叫做貴新貴啦，人叫做新鳥 ，dress 咗新鳥加。貴新貴變新鳥嘅。OK，貴新鳥隻紅豆。對，這是貴新鳥誒人安排我說，我老實講，我即上隻特別講隻久，上隻久啊咋，特別好，我哋啲冇機會講，因為我要吹看。有會曉講嘅人，唔是起來講下，你唔知，我唔知呢。你嗬，你少年嘅時候，等到較早嘅時候，有個人嘅聽眾 ，maybe 無安尼嘅經驗過，還是唔知呢物件，所以我當面就要問，因為我嘅其實是真正未曉嘅咯，所以我會有興趣問看。姐，哇 ，sorry，沒有啦，回來，我做了，佢真係我明。做了，所以我會在住人有經驗講者。哇！哦，安尼即 OK。所以到嘅微娃娃，我係入二年整你講咧，入2年整人就俾辦擺。你會講我搬馬路呢嘛？你會講我搬馬路呢？你會講，特別咪考 ，OK。邊個攞禮拜整？我諗孟小超，林白丁你嚇，please 孟小超，唔通小超就住。我係攞個 rate 啊，你問考嘢，你講講實話考。住 B 哇。係咯。actually 這 episode 是 inspired by 咱嘅阿龍嘅 recent event 本嚟。你阿龍咧，你成講成你最近。你講到18。一講是真長嘅。講就是冇啦，講做咩事？講你最近就俾安排後數咯。人哋我爸爸啲人，我唔知你電視辦事節咩？斷我啦，5個月車過去接站，喺你咁先啊，貴先呢。OK，差唔多車5個月節是啦。5個月節咁先啊，貴先呢。แล้ว特別往就簡單呀，往做咧是就簡單嘅啦。特別我問如果你先講安尼講發生嘅時候，我記你無幾年前本有教你誒有安排後數嘛？媽媽是9年前啊，媽媽是14年嘅。我知啦。媽媽是我未來韓國以前。特別係你本是不你安排哦？還是我知道你是講好命啊，是因為我做咗自己波嘅人嘅。我個地方咧，樣真正識這個物件嘅咧，樣真搞這個物件嘅咧，人哋樣是做高等裏邊嘅工嘅。都樣真在嘅，係咧，往嘅做本是無講咩笨蛋嘅物件。我一雖然是高等嘅啦，但是親戚朋友啊，但是搞咩道教樣道教手嘅。有啲人真好誒，我講咪往出嘅人是無笨蛋嘅。有你出來人嗬，就是講有人看出來人是真好，樣家己真正感覺啦，就看到後尾就有白樹呢，嗬，樣就一頭起來講 OK，來我來倒下手個攏做有兩成嘅。一條鈴嘅呢，規例 service 搞出來嘅咧。樣會再講頭一項要做咩物件，第二項要做咩物件，第三項我未曉喎，樣關係啊誒。樣在嘅咧，樣頭做誒。對，我成講頭個尾啦，頭整一項物件咧，有隻唔知，就是講若是講伊是啲老官處貴先嘅咧，你面波馬來對，但是伊是無啲老官處貴先嘅話咧，你就會波馬來嘅。所以我媽媽14年貴先嘅，伊是啲厝內邊啲厝內貴先嘅，我往就俾去波馬來嘅，我去波馬大，俾波馬大。係咯，我爸爸就係我爸爸係伊是啲老官處貴先嘅，有 doctor certify 所以面波馬來嘅。所以一步人就會猜咯，或者一步就梗係贏咯。係咯，貴先就會報埋來嘅咩？那是我當初唔是啲攞罐處嘅話啦，唔是啲攞罐處。實施係安怎咧？對，有可能你愛夾伊死亡證書迄個死人字。你死亡證書唔是人貴先，那都叫 ambulance 來呀。係咧，那是講伊啲厝裏邊，伊是何路嘅人出嚟人睇死嘅咧。度死嘅咧都唔知嘛。冇啦，伊唔是特別叫 paramedic 嚟 confirm 伊是死了，then 落管出字嘅都。
唔是你講嘅。所以我講伊個 location 度落位，伊是啲厝，伊是啲 hospital， 還是 non-hospital。hospital 免報白來嘅 ，non-hospital 定掉俾報白來嘅。你依家出私人條咯。As long as you outside hospital，就是特別白來嘅。就是講伊唔是老官背掉伊離開咧，嚇係你特別報白來嘅。OK。如果你 paramedics 伊後尾嚟 certify 係你冇，係你已經大事已經發生啊嘛。唔是老官有地點先發生嘅嘛，所以老官有地發生嘅咧，啲老官出嚟邊咧是免報白來嘅，所以這點先得清楚咯。所以 process 就是報白來先，然後等馬路甲 paramedic 嚟看。冇，你係上點先做？報白來一直頭去，唔是，你係使上點先做嘅，係使上點先做，伊愛做咩事咗？你愛記報白來是人哋你咪叫 report，你咪叫laporan。你咪叫 report， 你就就換抓出來嘅，得到嗌嘅。因為那是冇去一檔抓嘅話，你可以冇出即係 surat kematian 嘅，伊冇出嘅，對，伊冇出四樣字嘅。除非是啲老官做是咩呢？老官做一直掉領爆嘅啦，好佬咧，老官做好佬嘅了咧。所以我媽媽咁樣，我是報話嚟咯，我爸爸冇咯。actually 嗰時只簡單嘅咧，就是你下面本名做，你卡學下咧觀察入面啦，咁做嘅啦，老嘅。路嘅是一條龍啦，馬路是一條龍啦。特別你特別時候就一點啦，你叫佢做咗這面嘢都做會咯。你特別 already 爆咧嘛，一時就 package 嘛。唔是每一咯，可以咯，一每一。唔是嘅，你會使扣出來面做這個物件，會使嘅，唔是嘅。對，所以我誒爸爸是伊老官做。actually 我講嚟講John 啊，伊是真快呢就，未過身以前咧，你看人拖啦，人大寶看病然後拖股一直會過身，我講嚟講that moment 啊，一直 certify 啲啊，一接落來攞是真快嘅就，咁啦，咪就是砰砰砰砰咁行嘅啦，而家就，一下呢，你實在你真200招呢啊，伊就講。一度夾一個鐵箱出嚟燒你爸爸嘅身軀啊！就燒我爸爸嘅身軀，最嘅，攞棍做，一邊燒咧，你爸爸到攞棍做是貴先，一啲攞棍做貴先呢，所以因特別解切情氣嘅咧爆好事，然後係啲去上班，要一個鐵，唔是因為伊無接上當，伊一個鐵箱嚟就。成日刮擦咧，可能鐵箱啦。對，伊是攞棍出嚟邊有連嘅啦，成個人係個呢成。一開起來咧係。別爆嘅了，冚嘅啦起來。攰你人接起來冚嘅啦起來，冚白白嘅。特別你講要連呢？冇，伊是實嘅車嚟嘅。伊是成下你攞棍出人，佢啲變成我實嘅實嘅佢車。特別咧，伊唔是變成嚟嘅，伊是攰你是夾刮擦箱啊，你鐵嘅刮擦箱嚟，所以攰你人接起了冚起來都看唔掉，完全看唔掉嘅。完全看唔掉嘅，伊是 stainless steel 嘅啦，特別伊是 fully covered 嘅，都看唔掉伊人咧。所以伊接起咧，伊上擺 document 嘅咧係啲裏邊咧冚起來咧，伊就咁講，喺辛苦裏面啊，喺度辛苦。要你特別去試人境啊！你特別去試人境哦，你去試人境啊！嗬，你特別家己去安排叫人迄個觀察車嚟載入，唔是伊冇觀察冇來，特別你嗬，觀察車嚟載鐵啊，叫做觀察車有來 ，sorry， 我講唔到，觀察有來，所以伊觀察車特別去迄個試人境位去燒伊身軀嘅，所以燒身軀燒得係接觀察嘢啊，叫伊就知道自己觀察咯，特別冇冚慣啊。冇冚，我係爸爸是有冚，然後有一個玻璃鏡。OK。我係一攰你冚嘅了，一攰你冚嘅啦，應該一掛是半裸邊嘅，一邊個底是開起來有一個玻璃鏡，另外一邊是冚白嘅，所以一直冚嘅了，一直到接。我咪問你係生嘅嚇。你會安怎買伊個觀察咯？你安怎去訂？安怎因為你已經有人賣你咧啊？冇，我一個電腦後邊咧，伊講你家己見賣看，安怎嘅？你睇嗰個白嘅寫咯，有白嘅寫20隻、30隻，你有白嘅寫，係下面你看啦，我等緊10幾年嘅嚟做隻 topic， 其實佢早就做啦，特人咁樣搞，我都唔知嗰個特人咁樣勁嘅。好啦，你就係你㗎啦，啊你揸下面護揸喎。往時就幾回啦，哎呀，等陣講聽未掉，往時就幾回啦，夠有機會，但是我就是等緊話，就是講你咱差唔多去時差唔多啊，是邊一個一人。有機會先。OK，
我早做有嘅，我阿公教我那邊做有嘅。哦，等，大媽就講咩？你話使每物件哦。你講咩？我愛每物件，我愛每。你都人講別嘅是物件，嚇，有人過生日到尾是有人掛掉嘅是都有買別嘅嘅。我唔是，我是講伊嘅 service 裏邊有白嘅。I mean 有人當店，I mean 人當店。有人當店啊未過生日。愛嘛是使你成個料理先。買別嘅嘅嘛。你買是地，唔是買掛茶。誒你講。啊，伊買啊，你講嘅是地，我講嘅 package 是。白薯滷愛食下面物件，滷愛前嘅幾條衫加料迄種。掛餐再嚟做飯。所以買個了喎。冇俾，所以伊買唔知幾哪十千啊？伊買貴掛茶。係你是泥灣。maybe 上個係你泥灣啊，你款你較大型嘅可以嘛有一個 package 你款咯。因為我唔知你人係咩講話哦。我覺得阿轉啊，諗住做都安尼謝多飛，安尼謝人嘅出聲喎。嚇！阿咪，唔知係佢老公，喂，等陣，我擒落嚟成個聲，我擒落嚟成個，唔係我當然冇變成我近來聽到我嘅聲咧 ，OK？咁人點就聲，等陣點聲，我覺得未聽到啊，但係錄音是冇聽到嘅咧 ，OK？我唔再講講，咪一人講 ，OK？來Enrico 講，你點解會講咪唔記得一句？買別嘅時候，人買別嘅是個，有人拔掉買是還是有人需要別人買好人。OK，好嚟聽 ，OK， 嚟啊，豆嘅講，你特別 answer 伊講嚇，你話就冇嘅嘢是你愛帶哪個一地方嘅package，你試下 package 咧是因你後人嘅你買 package，冇嚟，會話講。未講本啊，成個大型嘅 already 是應該是。會談俾別本你是講。你成日講你 already 是在講你家己有 cancer 啊，是咪了有個人已經安排好時嘅物件，你看你應該是有一個，特別我嘅經驗呢是後來可能後來人哋就對啦，像我咪啲位別咧，佢先話料理可以就對啦。當然我是俾每一次係當機嘅後數，我是俾講係你，我是俾講講 OK，就是人解釋，你一無呢講咩 ，it seems like 成個較普通嘅事，你貴先貴，然後你家己吹，你實個所在會嚟教你安排你後數嘅，然後當佢講咩一條領嘅，一條領就免是你是去教。伊去教嘅是，伊是學一個，你學一個買一個 package 是做好你頭做個買啦，意思是叫一條領，是唔是 ？One stop service center。係你話嘟嘅嗬，我只人有買了，我 send 好你小英個了啊，是我人 sister 對你話嘟買。你 send 買 apartment and package funeral package。funeral package 伊講啊，你愛帶你厝做嘅咧，係你另外算。伊帶係你你話嘟嘅 center 做嘅咧，佢另外算。哦，你個另外算就咩唔是 package 啦？冇，package。哦，I see。然後我 follow package 加 package B 啊。誒，一陣講。我講嘢 package 是講我錄個嘢 package 是何錄愛經下面掛茶嘅料，materials，然後錄愛請下面衫，有愛咩請？個料一幅咯。一類茶，誒你講無明白都真。誒 package 我講嘅 package 係啱，然後錄愛包有食是無食啊？OK，當今樣講攞裝嘅 package，一裝嘅 package 就是尋係你幫要帶到路啊，要燒完裝係你，然後另外一裝嘅 package 是做你後續成個你要對，你要 party 食下面物件，所以當然 package 攞裝嘅 package 本身有。就有，所以當今我要講嘅是成日大媽教授自講，但我要講嘅就是係你做 funeral 嘅白樹嘅即係 package，所以白樹嘅 package 咧，唔係講係你隨幫係咪物件啦，所以人講白樹嘅，有嘅人是較早 prepaid 會使。你使學英會使，你係 prepaid 你係是 postpaid 會使，冇就是講你係 installment 會使。OK，所以先講當今啦，我俾再講行程啦，所以會聽講即個阿龍，你去教時是你嘅安迪有教你講即個電話，你拍電話去，你對使一樣對教你講，學你經係咪 package 係唔是阿龍？冇啦，我本物件本，而且我本唔是講完全
無做人嘅經驗嘅人嘛，所以我打電話佢記得我講我爸爸佢先，然後當然啲老觀眾，我就係講應該是可以在啲你調整啦，當然人哋都落會當然幾點certify 了，係咪正興我講嘅了，伊就聽啦佢後，伊就講 OK， 我唔รู้啫，當然伊人落滾落大，接嗰時未接，伊就會在迄個細聲嘛，迄個在細，以後你就垮啦，有時講。對，我講我爸半貴先正是落滾。個作背嘅形，我特別形容可以聽咯 ，describe 可以聽了。依家就講到一個觀察，會接嗰時未接，特別伊是講觀察咧是定叫是會接嘅，伊是大厝嘛，伊定都是大間嘅厝嚟嘛。特別我爸爸情形受做跨無上，伊咧有 cancer 啦，佢後伊碰水咯就，所以伊規個人伊骹是整嘅咯就，伊是迄種整都看啦是無正常嘅整嘅就，伊身軀是整嘅就，所以變做伊是變做實特別驚嘅咯就，所以我就俾佢講即個情形，講得佢後啦，對，啊咧伊就講嗬，如果安尼情形咧，因為我不接，伊講第度是會接嘅，是講買後你爸爸接治了上。伊講上 A 了，甲無安尼好啦。所以 advice 伊會想學你講 ，suggest 講愛徛大隻河。淡薄嘅哦，特別較快咧，你特別夾河類，較貴淡薄嘅。啊咧要攞三種經驗，伊其中咧要講愛較大嘅咧，若是講你是唔是定着買一項食嘅，你有要求啊？我講有會到，有會到先嘅。你講哥哥食暫時我未掉出嚟學路，哥哥伊是食是菜食是南邊嘅菜食，所以因為我講白食你會接受，我講白食我會接受，我唔笨當這裡面件，所以而家是嚟白嘅好話，所以我是用白食嘅咯。誒，你要講好事。嚟 OK，當劍講咧是怪怪嘅啦，冇講一句，當劍要學人插嘴時，就俾講插嘴，播槍嚟就曬得到嘅。我 actually 我有時候講我叫俾 plan 我叫白數嘅，有數嘅，講我喂 funeral 我做咧嗬，我咪做家人啲慈善獎好嘅，我係叫 funeral 嚟一隻 peaceful 嚟一隻歡喜 ，just 係一個 final bit farewell，一個 gathering，yes，แล้ว我 serve 咪我 serve 好似咪見咯，แล้ว就掉有個 B 咯，我驚個 B，แล้ว有 cake 咯，你知唔知嗰隻 cake？做乜啊？屌，แล้ว我係話咯，我飛度講，佢邊啲攞生話？我驚啲。屌，我做咗你好啦，別做你講其他。緊了 organic 誒。organic kopi organic。免啦，係自己死嘅，免 organic 係別人食。我人愛嘛，我唔食嘛。我人愛。我應該 before 做曬嗰先嘅事。伊甲 organic 店做 contract 啊，我嗰陣時特別 supply 我搞 organic。我就是驚講我嗰陣時 organic 店唔使嗰啲喎。OK，唔要緊，我家係你嘅店啊，佢唔使嗰啲。誒特別就使你是講你愛那款嘅，你有所在去哦，有上個生理誒，你會使較早提早去講咯，嗰啲少年唔知樣愛買生理。就是咯，就是免我就係舊大人咯，係你上細人句話嘅人咯，其實咁我係別類嘅，我下 OK 都我就或者咧，變你學嘅人家出一個 episode 時候，你舊大你後笑嘅 episode， 到對佢聽啊，就係起來。我特別開一個老人經 episode。冇，迄個假如消失嘅人，你特別假如消失嘅人講落係係咩物件嘛？你講伊假如消失嘅嘛？冇，係你嘛嘟啦，係你有 package 咧嘛，ใส่เบ嘛ใส่เบแบนๆเลยแล้วอีกคนรู้แบนๆแล้วไอ้做咩อีกคนรู้咯แล้วรู้ทันเก่ง係咩物件有ทันเก่ง講嚟係咪ตัว處咯แล้ว嚟行係咪 style 咯成個會嚟行冇 style 等人 style 嚇哦你是講一紅燒啲紅燒哦特別係講你觀察冇上 style 嘛有你在隻裡係你中國呀佢就貴嘅，冇你冇人做咧。哦，貴，他那無聊啊，一茶加貴，他那茶一無聊呀。哦，誒，我未攞啦。加凍嘅。你人有成日講睇板機嘅觀察係咪？我唔知。有玫瑰。冇觀察咯。抓啊！我在這邊，美國有抓啊，美國抓啊。佢抓做。嚇！特別我是本身咧，我就成日講觀察。類似，你若是講要燒嚟講，咪是燒起碼講就係水嘛。特別冇聲嚇，冇聲啦。好似嗱，你看你係 last honor 嘛，pay respect 到你，所以你咪可以看水。呢個觀察，嗱，而家燒嘅冇聲嘅。
美國話茶是水嘅 funeral home 水嘅係外口呢 display 呢，and then 你只錢咧是四角棒呢，美國這樣款呢，我看過。你燒點聲是啊。燒點聲冇有你花茶，你 Joyce 啊，你 Joyce，但是講我愛嘢，係貴貴嘅嚟燒本會使，特別較濟人是講了累嘛，咁咪冇咯。了伊使做啥？做 presentation 時候你做水水嘅，了燒嘅時你使經來經派棒茶，嗰時抓啊，要好經。哦，我那時候抓啊，唔知較貴啊。你咪估咗，我發到嚟啊！因為一代美國台在發到嚟燒嘛 cremation 嘛，伊無路，伊講哎呀，你邊別貴啦，而家這裡幫佢嘅根本係燒，所以真係燒，伊甲你講啦，伊甲你叫你買咩燒貴啦，杜許都愛啦，杜許都家己愛，係你伊愛對係你古仔攞咯，會諗愛古仔啊，嚇古仔攞什麼？係伊古仔伊係你掛茶，伊成個係你梅花形形啊，外形啊，伊係你頭入邊啊，當時叫。伊成個一個梅花你擺喺那裡看。是你放了一條起來。係你隻鏡，我看一隻鏡。個渣，對，係你就是做鬼告訴你咧，盤起來係僵屍嘅，僵屍嘅，古仔係你隻鬼嘅。係定咩？只大張定。豆嘅，大媽你會講？ OK， 我愛講就是講嘅嘢大厝啊。maybe 阿龍嘅是伊嘅 package 嘛，所以我阿媽點想咧是我阿姐那個經嘅。我哋去一點經你是講？佢家嘅點嗰點經伊嘅大厝，你係咪大厝？你係屬於經咯，and then 家你講價錢咯。哦，冇想啊，叮到時較麻煩啦噃，你覺得係傾價錢？我阿媽不是最近嘅，佢就講正嘅。所以伊無上個問到嘅外觀啊，所以你家己佢有嘢點看？哦，哇！實冇麻煩，我那個就家己先。我阿公個我老爸不是快，不是那個點看嘅。嗰度去 shopping 咯，話人試一個。經過茶藝嘛，唔得見古仔啦，古嘅啊，有這來說誒，人家福建人有這來說誒。我係私人嘅，我豆嘅實講都未，就係驚啫。係啦，因為意思我點嘅嘢，節目老師嘛，你亂設聲名啊！我有亂設播，真錯嚇。意思節目老師嘛，我成日講嘅時候。就係講我媽的貴先嘅事，整哎呦2021年嘅事啊，唔是 Covid 嘅事咯。然後我感覺到啦，當今啦嗬，我拄到我係你囡仔，I mean 講我係囡仔嘅家長啦嗬， parents 啊，我本計人講下第好哩，係生你生落嚟噶好，唔通生自己呢？成日話你看家己一人嚟啦嗬。我話你拄着，你看你大自然事咯。我跟你講，我家己一人補噶了啊。你就講生落嚟對隔了個你補啊？有陣時生落嚟，先落嚟補隔嚟個你補啊。不，I mean 講 ，at least 有下面數起來陣時有人參詳，你明白哦？嗰成日講啊，人家己一人嘅時嗬，哇，梗係 pressure 咯，嗰陣時，because 你唔知講按怎做嘛，就了。特別你按怎你經驗咧，你馬貴先嘅事，你按怎？我講緊馬貴先啊，是呢嗬，即係觀察店嘅人啊，一人常常有到 hospital 嘅會行走咧。我說你馬是到啲老官處嘅貴先咧。啊，老官處嘅貴先咧。所以就拍正話嚟做成呢。然後一人就直頭，一人就當佢病咧，喺你人 already 當佢病咧。老官處。老官處嗰邊行走嘅，咱晚上學成日講有拄到有人貴先啊，是一人就行過來 approach 你咧嘅。然後嘛教我人講啊，有需要就愛 service 做蝦米咯，然後陣時我蝦米物件本你家己一人嘅時候，然後我係親戚嘅，然後個無鬥卡手話，我家己一人了喎，แล้ว個 MCO แล้ว個無CMCO 啊，แล้ว個無人會來啊，蝦米哇！我甲你講嗰陣時，我講陣時，咱 already 是極閃嘅半時了啊，แล้ว個拄着安尼款啊，你
而家是 blank。that's why 我是講往時要緊咧，當緊就是講那是你會提早安排咧，後數成功性吼，你到時你身邊人歸心嘅時候，你別咧風險講哇，我就做呢隻物件，已經安排物件，你已經安排去咯，對咯，แล้ว好彩是講伊人是有一條龍嘅服務啦，伊是一條龍嘛。然後安怎去找？你安怎會知講有一條龍有梅路甲你講？伊人有互你 package 啦，伊甲你講咧，你若是你免擔心啦，我人一頭甲你包㗎了，咪4人2啦，咪幾啦，人去 photostat 啦，去做㗎了啊，㗎了物件咧。你愛到嘅，你成個是一隻需要嘅事，我是感覺真好，你可能 service 互你一條龍。對哦，แล้วกว่าช้า貴哦，當佢行政是安怎？你愛安怎死嘛？你愛安怎死啊？梅路？冇，意思講你死嘅話愛安怎？你Taoism啊、Buddhism啊、我想講梅路安怎死？你是到底拔刀咧、割條頭咧，還是浪車上面？做下面 ceremony 啊，你看哦，你是講伊 ceremony 啦，對下面教，แล้ว我是對佛教嘅嘛，我是對佛教嘅，แล้ว特別我咪講佢在行政或者你 package 一看是安怎第一版清了，第time 咪是，喲，貴本咯，第片了，第片30清啊。我同你講，第一篇30清包刮茶啦，咧包食嘅物件嘅了，拜嘅物件嘅了，咧念經嘅了，แล้วก็我呢唔是喺度做嘅，我是喺度佢哋衛生所啊，喺你都俾其他度嘢，你睇經哦，上杯團，你看到有位就係你接了係嘛？哦，成講 ，OK， berapa 呢？嗬，有佢哋忙咯，就忙咧，一兩特啲是有安尼款嘅。安尼款嘅為何你做之類嚇？當今嘅所在是水水爽爽好好嘅事，誒講係咪啊？是冇得掉，真係好啊！不，未必咧。你安尼好嘅事係關係。成間我人安尼款嘅哦，普通嘅嗬啊，就是冇紅事呢咯，有開安尼款嘅紅事呢咯。แล้ว特別冇做水水下路，安尼係嗰啲。啊，咁學你小英係你事。你學話小英你就咪講，你到底都係學話。我唔知道都係講。iMessage，真係 luxury 嘅。係 luxury 嘅。อันนั้นไม่ต่อตีเลย club house 係เลย club house chat 嘅 house chat。係啊，所以應該都，我係邊啊？係 house chat 嘅，人家人去看嘛。我係普通嘅嘢咯，你可能 because 本部人會來本啊，掉到 MBS 啦 ，CMS 係你叫咩啊 ？MCO 啊 ，MCO 啊是嚇，แล้ว部面有人會來。教授字講，你話佢係觀察係為本無靈氣嘅啊？無靈氣嘅。哦，我老爸是係觀察係為有。靈氣特別外口人借咧是無靈氣紅事呢，冇嘅，意思我同你講，以前嘅面就冇樣子嘅，做 funeral 做法術嘅事，做法術嘅事，做咩事？我同你講，就係伊為是安怎，就是上家一個人嘅鏡點啊，你講係空咧，嗬，แล้ว有一個位安尼款下，嗬，安尼款係一件嘢咯。แล้ว要參白豬นั่น啦。我隔壁係一組，隔壁個一組安尼款，แล้ว是安尼呢簡單嘅咯，แล้ว佢哋是夾片嘅啦，แล้ว個表件哦，夾片都30清啊，แล้ว CMCO 出山個有 limit 人嘅喎，哦，就人才來，未使上濟人嘅，但係是，แล้ว個有我係較 special 嘅是，我人是我 mother 伊要求伊阿妹。成日講嚴重嘅事咧，一啲忙忙嘅呢款啦，然後特別半夠大啦，意思講伊愛行到海嘅位。哦，伊姑父愛行到海嘅位，所以我情形咧是較無常嘅咧是，我免去買位啊咯。哦，你買起是你30清嘅邊個你考咯？嚇對。你特別無你是。冇想哈，不，我係買位佢哋物件嗬，伊冇包到裏邊嘅，冇包到裏邊嘅 ，because 佢哋我係 service 啊，出山得了，我係 service 是半開嘅，就是講山頂嘅位咧是山頂嘅位咯，然後伊是講伊是佢哋成個 service show 啊，你看你觀察點呢，
伊毋是迄個，伊毋是像個你話讀的咧，嗬是貴咧 package 個了咧，伊個 funeral service 啦，伊個位啊個了包個了嘛，我係無想嘛，我係是觀察點是觀察點，然後迄個位是位咯，了位嘅慢慢了咯，伊人本咪去搞我。帶我去景下面咯，所以燒了過後咧，伊人就帶我去本地伊人是講咧，特別出海嘅，你若是講愛行你款嘅你袂使到海見嘅，你袂使到海見嘅位嘅，有當時 because 伊講伊拍起來，伊唔是講下面就伊是講佢哋骨頭啊，伊唔是人家是寬嘅了嘛，伊是有淡薄骨嘅嘛。伊講有當時就係講伊虎嘅隻掉掉嘅，我未曉按照講喎，總之伊理由是講就係講有，若是講嗰邊有發生事啊，是咩？伊人見過 check 到伊嘅 DNA 係啥物嘢？嚇，成日講伊骨啊扣掉一骨啊，是咩咧？款咧嗬咧，伊，所以人較濟咧是愛掂到海中嘅，所以特別水準嘅出去嚇，愛這種出去。叫王爺，叫王爺。特別呢，我誒陣時是做 CMCO 嘛，你按咗冇辦法了嗬，冇辦法了嗬，然後就頭啊。而家是我你這啲嘅班底入邊啊，係海邊入邊啊，啊你看下咩行住去海啦，嗬แล้ว計講咯，成日講OK，同佢上路出海咧嚇，你看度你個幾隻人做？有伊會陪路咯，佢哋觀察點嘅人。哦，所以觀察點嘅人係坐落去啦。係啦，伊有解掉啦，無我家己一人乜都會曉，所以。伊個了物件有解掉咯。安尼是未歹喎咯，行到迄個海內面嘅位。最什麼啥？你question妹，若是講有影一個人無30千了，安怎好 ？OK。講到即係嗬 ，OK， 我本來播唱就是講頭媽阿 John 講係你觀察嘅，所以若是講正啦，係你人用一字無類嚟講啦，伊係你觀都計都好講啦，觀察點樣啦，搞到安排，搞到做一個否定嘅，搞到人去拖成個地安尼款，都人有下面人愛去做，愛去何類嘅，比如伊人上線講你學一個觀察是一個學啦，一個學嚟嘅，你第一學人。有一個觀察，你看做奧數是一個學起來嘅人，有你看人做嘅馬路嘅人啦。所以免煩惱人所只無類嚟講。OK， 我係簡單咯，伊嘅意識只簡單。我係補充者，我係 mother 嘅 case 咧，嗰陣時 MCO，但是咧嗬，我嘅經濟唔是真好呢，所以嗰陣時咧嗬是有咁好，嗰時有拄到 charity 嘅 society，所以伊本有 sponsor 佢哋。觀察那款，所以若是講唔係是真正無類嘅咧，人成日講到北海啊、檳城本好喎，有安尼款嘅 charity 嘅 centre，伊會贊助咯，安尼款嘅物件嚇。咱都未有吹啊，唔吹啊咯。是特別在大陸位嗬，係咯嚇，特別在咯，喺大陸位咯。成日講 BM 咧有一間就是叫 One Hope 嘅咯，แล้ว你會使去一邊梅咯，那是講有需要嚟講嚇，แล้ว有隻這本啊，所以 Facebook 本有嘛，一人有常常有成日講係人嘅報曬出來啊，那款。แล้ว阿龍你只了你做你把奧數是，只浪你伊是你聽經伊嘅所在到路係即咩所在到啲路聽經嘅，還是一頭。排路誒，伊一條排，特別你愛經本嚟使，特別你可你會拄到幾大個問題，頭一個問題就是講無位，第二個就是有可能唔是伊嘅地盤，唔是伊嘅地頭，唔是伊地頭嚟，就因為本是搶成理本嘅，所以就是講伊你可譬如講伊袂使去浪費嘅，浪費唔是伊嘅地頭嚟嘅。浪費是別人嘅所在嚟，伊袂使接浪費伊 contract 噶，伊 funeral home 然後呢，
因為你做上一道，你本無想被得罪人嘛。對，你做你酷，我做愛酷。需要啊，你有影正需要講着人買話咧，有可能咪加好累咯。就是一直要去補，要貼人累咧講嚇。所以我一直做一道，我加好你500塊，譬如咁講啦。所以會使本嘅，特別安尼款嘅代誌咧，咁麻煩。真少人咁慣愛做啲物件啦。因特別想辦法去找到所在就對咯。好話是㗎。本地話是要做巴杜間檔嘅，巴杜間檔我媽媽喺邊做，我本家暑假喺邊，做咩做咧？一部做啊，喺邊個部呢？一部呢做啊，一啲要一雙杯，嚟個球場喺邊，借了個球場。巴杜間檔是唔是講佢俾佢？有冇你拍俾電嘅？哦，拍俾電嘅邊嘅，喺邊是畫雙。係啦，依行邊一部是係咪做？另外一部行邊是，嗰啲巴杜間檔做了佢後。我爸爸啱咧，我爸爸貴先陣時，14年我媽媽貴先陣時，我爸爸已經講俾一個冚位啲我媽媽邊啊嚟咗，所以冚是啲媽媽嘅位嘅，所以到底合併嘅，講嘅，真係你把咁做啦，你度贏咯，你揀攞報就夠啦嘛，我話冇辦法嘛，人哋話就講緊摸啊，副口時候，所以我近嚟除掉花臉做嘅，然後花臉做嘅話咧，你特別換車佢幾咯，你特別在意嘅先顧佢幾咯，在線酷是，就是出山係自己，借咩借出山期間回來啦。所以你到底花蓮期間去巴杜間檔啦，是講出山期啦，未去個巴杜間檔咯，所以就係出來人嘅了，就無上車對啲阿妹位咯。哦，แล้ว出山樣是有時一個成個 event plan 嚟講，你講 OK，當你要幾名啦，幾號幾點係咪物件出山咧？嗰幾名咧是出嚟啦，會使決定嘅，但是咧大部分是冇做，大部分咧是做3名，大部分啦。係了，我喺爸爸度講奇怪淡薄，因為伊是拜四迄陣名，拜四迄節。伊是下晡4點幾走嘅，所以下晡4點幾走嘅話咧，嗬，水一名一直水一名啦就，特別你4點幾走嘅話咧，嗬，我打電話過來啊，未付本，無人來借名，無人來借名，所以迄一名有影是完全無人嘅咋，一人本無咋，你幾點解去教邊？幾點解去教係你？我去嗰邊做嘅點先已經是7點幾啊，誒，本是快本咯，對。4點40分，一個4點幾後，你就接，就咩？你接咧，你對感覺到只要前面行起來是真快咧。你只200周年，迄個人都無語咗咗。你只200周年，就是小魚啊無語咯，加前面反正2、3個月後就無個啦魚咧。所以就是4點啊，為5點啊，5點嘅點時我係見啲誒私人景嗰種，就是啲私人房啦，就是啲私人房會等你觀察車嚟，係咯hospital 會啲等你觀察車嚟。我同你講，我會住喺住嘢，伊個mock 啊，會400塊嘅就，俾換車去嘅就，你未行落去嘅，你嘅張換嘢，依是另外一個 building 嚟張換嘢。對，特別上次苦啦，然後換車就會4度然後就皮嘅，然後伊5點幾起來做好事物件清好衫，然後6點幾咯往度走咯，然後去到迄個場咧。到7點幾咧，係啦，我都教我extended family 講，我 message 上佢啦講，往8點半到會啲朋友，往到會啲朋友，我驚自己那裡，包括我8點半到會啲朋友，那時攞嚟來，攞嚟就8點半佢就嚟啦。特別呢名是完全一人本無嘅，我教我個字呢邊我自己成班。所以無，伊係是無物件食，無秒嘅。旺仔了誒，旺仔講頭前面無人嘅，譬如我幾 delay，所以旺做4名嘅啫。然後大部分係定人啦，但係猜人做4名，有人講嘅就有人講嘅。然後我特別準備特別解釋咯，講無旺無笨蛋。你哋頭前面旺仔講無人嚟了誒，係了第2名佢是拜個，然後拜6，然後禮拜出山嘛，拜個拜6，禮拜出山。我心裏面想就講，那是講我做3名嘅話，你可變做。真係老人家拜過特別禮拜啦，就出山咧就未好咗，所以講我就講攞特別做嘅農名，可機會啦，找半找個好快就冇啦，所以我就幫到第4節嘅出山咯，所以話做4節，因為就嗰時做4節咧，即係3名嘅啦，拜4拜個拜6寫3名，拜禮拜日早起11點我就出門嘅，誒，都就係講，佢哋頭一日那時啊，我唔是無人來嘅啊，嗰陣時啊，我而家是家己一人坐掉去邊了喎。我真係凄涼了，都真。
cái凄涼啦，無人誒，แล้ว隔壁個有人哦，有伊家己人啊，面你看啊，我誒是應該是家己一人坐了邊講啊，你看。哦，แล้วรู้嘛是感覺就激死มันเนี่ย無人個都背。就是凄涼咯，就是哦。แล้ว都冇出嚟人背咯咩？就個你媽媽。冇，嗰陣時唔係是冇伊人未來過啦，然後嗰時等個阿妹你看個來咯，所以 Apple 啊，佢哋 Apple 啊，家己一人坐掉啊，你看。我嗰時冇，我是拄好是我有是因為我有兄弟，你是一個人嘅嘛，你冇啊，我有兄弟，所以我有人係咧，我我哥咧，我哥是背往幾條嘅。แล้วตุ้ยแล้วลูกหลานตุ้ย是有ลูกหลาน冇ตุ้ย啦一頭到邊坐。我ตุ้ย，我媽媽係我冇ตุ้ย咗。誒，你冇ตุ้ย兩張？我教喺媽媽教好佢咗。嚇，你教食我教冇講炳嘅冇啦，我教我媽媽咁正嘅好嘅。我媽媽係一刀咧是，我有嘢我是呢邊困，我困幾暝咗，隔地自殺嘅咗。你按照困是按照困，有冇幫醫嘅事？我啲車裏邊困。哦 ，OK。我白車，因為白到間檔嘛，我白車咯，佢就冇騰啊，係咯，啲車裏邊困，特別綁就坐咯，綁就坐咗咯，我哋你邊困咯，困咗第二殺機咯，我是陪我媽媽一道，我困，係咧，我爸爸我就冇咯，爸爸往度會講，往時邊卡咪得咩呢？正面卡咩嚇？往度就走。哦，所以要能講可能啦。依叫往卡咩 music 呢？出啲物件。係咪 music 個 music 有好勁啊！好勁咯，係你入四點正開掉嘅好勁。冇入四點正，你講你會使冚掉，因為唔係影響到別人本嘛，所以我是冚掉。哦，暗咩度冚掉啦？我是幫紅教怪，我 Christian。哦 ，OK。嚇，所以你 hymns 嘅咧，阿妹你啊，唱我裏面 Jesus。你意思要 package 就隔嚟啊？你。即係巴杜間多，無你法你咪邊已經有誒紅教歌啊是家己嘅。迄個是 casket service 裏邊到嚟。哦。伊會你講，有下面嘅紅教嘅，嗰是觀音媽，嗰伊會好事啊，係啦。我就講啊，我講紅教嘅，講紅教會使伊準備嘅咧，嚟 USB 伊 mixer 嘅咧嚟掛嘅咧好事啊，幾套。對，要係你 mixer。哦哇！個伊兩個，嗱時個 church member 有嚟，伊個準備家己嘅係咧musician 嘅 band 啊嚟下邊。係咪哦？特別迄個唔是 package，迄個是你愛伊何路嘅。你話冇需要嘛，我冇講我買，而家我本唔係講自己邊話啲唱歌嘅，而家你留咗啊！你我本唔講，我爸爸嗰時冇講就留咗呢，老實講，有隻係親戚嚟嘅咧，特別借掉，我是 prefer 咪就我 prefer 落嚟借啊，掉我 recollect 唔知係咪嘅，我揀嘅款嚟借落嚟，特別。念迄個紅豆沙咧，我諗特別講過。嚇！你講食物件，我聽食物件。交話啦，仲有呢個唔講食下邊物件啊！你 menu 喺度驚啊！對，我講啊，有幾嗱種嘅就，你會使經佢哋煮好時了，伊來行去抓，係咧有安啲嚟個滷 serve 嘛。有另外一個是我隔壁，我講隔壁嘅一間啊，應該是較咁開類啦。哦，一直落嚟煮嘅嚇，當鋪。對，一直落嚟煮嘅，一直落嚟炒嘅講，伊很掂，炒粿條。哇！炒粿條啊！啲安啲唔會話4刀啊，攞一隻哦。啊，我隻龍會安啲唔會話應該有4刀啊。because 冇人係就係一隻我嚟隻粿條。類嘅滯哦，係你攞冇隻嚟講，好似拍相嘅係你，一隻對咩係燒我料嘅。等陣安怎伊隔壁嘅炒粿條會來梅？伊個梅，我唔是，我係安啲梅 Enrico 來，唔是阿龍嘅，唔是阿龍嘅歌，係你安啲半隻嘅，下 serve 安啲。哦，係你 serve 安啲是旺嘅位嘅，唔是隔壁嘅。隔壁冇下，你我就講安啲，但係講誒，你咩隻隔壁炒粿條？你我都知冇啊，我跑過都啊。actually 我老實講啦，平常時我因為我本經驗嘅，佢就得啦，馬啦，我爸啦，我媽啦，我爸啦，隔壁哎呀 ，usually 啊，我會講話嘅就，我就打嘅經驗冇是 quite nice 就，我都對。咁樣 same situation 啊，你看啊。對 ，same situation，咁樣不是出來人貴先呢。我會知咧，我會先幫會講話。未必到就個淡薄啊。我有嘅啫，我有嘅啫。我有嘅，你看你經驗嘅啫。
真正凊彩嘅了我都掉嘅。OK。แล้ว如果你炒粿條是，伊現條炒，order 炒一半下luôn呢可能啊？對，伊就切嘢啦，就燒嘅出嚟嘅，แล้ว換嘅แล้ว會一盤嘅，แล้ว有一間做咩？有嘢有，特別係出嚟人就係出嚟人做咩？因為唔是家己整下咩物件，唔是家己邊，是家己出嚟人，唔使整咩物件，唔使伊個看對下咩做咩起嚟嘅。但係我看咧，我覺得掂嘅咯，你永遠有四間嘅了。有一間做咩咧？แล้ว出呢兩三間嘅咯，看掉。我有講就講啊，呀，安尼講到搶雞腿又好，搶煲又搶硬又好，即係物件慢啲，安可能所在做咯啊，你誒真冇 respect 嘅啊，又可能顧見啊呢邊。我嘅經驗呢 ，because 我出嚟本時有幾耐人歸線啦，แล้ว是กัน我嘅媽呢是係到佢哋話白位呢，就出嚟嘅啦是廚做嘅嚇，到廚做嘅。但係你講煮食嗬，嗱是講我人到廚做嘅啲 last time 啊，佢冇安尼款一條龍嘅服務那是咧嗬，冇安尼款嘅 service 那是啊，一人是有嚟廚煮嘅咧嚇。你打地磅簸，你搭餅啊，搭餅แล้ว一人到邊一煮咯。我跟你講一個真好笑嘅物件，特別咧一個我未證明是正嘅是假，我可能有聽人講嘅啦，讓別人嘅人會使去問看是正是假。有時講你哋厝，你家己啲neighborhood要做嘅話咧，嗬，你會影響到人嘅車嘛行嘛，你塌條路啊，你塌條路嘛。แล้วลูกตี頭先打病話咧，嗬，ลูก人嚟出山，唔是人嚟借咩？就係人過嚟看你爸爸，跟住媽媽看你出嚟人啊嘛。所以伊嘛就是幾白車咯，對唔對？所以之前像是 MPPB 像是有出過一個 notice 咯，就但是講啲出嚟被人打病嘅話，被提咗一禮拜去討嘅就，แล้ว我心裏面想強緊揾咗一禮拜整，就講我被死。我唔知當今是唔是故事你攞嘅啦，我唔知啦，我是唔知我係朋友一厝裏邊做之類點先，係了，伊甲我講嗬，因叫我一禮拜整去討就，我講我對你就咁是咧，我係講係死嘅。我點聲，我讀中學嘅時啦，是搭餅啦。你甲隔壁厝邊嘅人講，做人本在 ，as long as 你隔壁厝邊無去報巴來就 MPP 就幫你啦。若是講你有一個隔壁厝邊去報巴來，你 MPP 就來炒你咯。MPP 嚟炒啦，แล้ว人厝人歸線嘅人嘛去炒樣咯，幫命時間。我感覺就講，你若是講，你住喺 neighborhood，你甲人好好。無人會去。喂，佢講我人那邊嘅路呢，佢就是往華車往先華車，佢講哎呦啊，有隻搭餅啊，我 reverse 對嚟去，你看到就，你是成日講哎呀，人就死啊，你過去 complain 人嘅嚟處，你看咩？你寫我冇人俾講，有隻有人去 complain，有時係咪心態哦？特別當今有可能個當今冇想。有個人啊，一人嗰邊啊。大聲食10幾年啊，伊甲伊賣豆，一路來本賣豆，所以伊是想講，你後尾一道我調啲，有個人奇怪嘅意思，又唔通啦，一條啲吹數啊，一條啲吹數，แล้ว有個是真好，แล้ว佢甲你鬥個車上你講咯，แล้ว有個佢學你 MPP 淡薄類啊，而且較濟人嘅是點先啊，7點較濟人啊，你伊人係學淡薄類，แล้ว伊馬打下。伊甲你講行一邊行一邊，係你是歪年代啦，歪年代就是安尼款。แล้ว即係時候，伊是啱咩？成日講人有人來借咩？是佢就伊是煮好你出來人借時候。一時煮好嚟借咩人借？有本啊，出嚟借咩嚟借了，物件咧借。嗱，你看你order 落結婚啊，我兩個爸爸。哦，你是水就結婚。我特別了嘅，我是要打包短褲嘅嗰度。你直接叫打包嘅。你下面物件，伊物件是就如果紅豆湯。我就炒河粉，我就炒。喲，我知咯，愛。有嘢我講啊，好知啊。好似啊，你做你炒飯哦。有咩事後面一隻去叫佢哋辦到嘅啦，一煮好一人都知哦。我成嗰啲食到嘅物件，做一隻中學是煮好咧。喂，佢頂到係有一間咩做海嘟嘅浪仔哦，只海嘟。你浪仔佢只一成個人記得 food 嘅物件叫做海嘟咯，嘟哩。
唔知啊？係都唔知喎。喂，以前成個 Eden 咧，可能咧係寄 food catering company 人 anniversary party 係cater，特別要 cater 可能私人食本嚇私人食冇有誒。我家己人是專做私人食嘅啦。哦，actually 真好做嘅啫。那是講你有在條你做啲私人食嘅物件，actually 真好做嘅，真正好睇嘅。但係我講啦，我有時候就食物件咯。攤路我有做嘛。對，迄個一條零嘅迄個 service 啊，迄個 actually 伊會賺真正濟類，賺大類嘅。伊是成個做 agent 嘅，你去吹無上人。對，特別本地時啦，係你觀察點嘅人啦。你真做是咁講。半賣沙雞有人死嘢嘛？你唔知講幾時，你未做 arrange 嘛？你未揸一禮拜拖嘅啲字，一定我哋入4點鐘嘅。啊，特別啦，依兩隻係咪教授字講？教授字講，教授字講先。係你觀察點啊？冇講，伊講依度咁樣講一隻教嘅人講，哎呀，做你可能數未使計講價錢嘅，我講貴啦，貴類你就俾好貴類，有安尼款嘅人咯就。嚇，直講，依兩做有揾嘅人嘅。嚇，對，做咩啦？你是講你做 agent 啊 ？agent，伊講啊，你未使減我價錢，我價錢安尼款嘅，我攏做安尼款嘅學術，無講會使拖 discount 嘅，無嘅安尼款講都知。哦，有揾嘅人，特別黃教徒嘅，黃教徒嘅，對啦，係咪加減啦？加減會拖淡薄啦。等豆嘅冇，會話我講啦，豆嘅講了，個別使講。我同你講，我個靈魂之類呢，咁有時我係經驗可是，甚至係咩啦？แล้ว我發到嘅時，我爸嘅時呢嗬，伊是死到Bangkok嘅位嘅，不死到上地嘅位嘅，應該是合仔啊。แล้ว所以我可能ก็จะไป排佢哋。對，我係叫講攞呢去仔嚟。佢攞呢去仔咯，特別去仔咯，我邊個一個所謂啊喎。แล้ว去仔對嚟嗰時嗬，แล้ว去仔對嚟嗰時。一般 already 是流血嘅แล้วแล้วจะเป็นยาอะไรทิชชู่ว่าทัดแล้วอีพีข้างแล้วทัดแล้วอีหิงเงี้ยรู้ตัวที่ใจอ่ะโบอะไรกว่าชาเตียไม่ล้างขี่กาหัดใจเป็นขี่ใจตัวไหน Oh my god เนี่ยbaby 我啦你今日準備興自類豆嘅 OK 講到食嘅嚇我老爸點先咧20幾年前嘅嚇那是有打嘅磅礴咯，所以伊就來打俾伊就來，咱係厝嗰陣煮咯。所以搭咩咧是無相，因為老爸就是收工咩，所以就無相，所以伊搭咩伊煮嘅嘢就是無詳細，有滾一個滾嘅零蛋，唔是零蛋，甜板啊。糖水呢？糖水啊，伊有咩薄尼茶薄尼水啊，然後有咩紅豆水啊，頭湯咁咩物件咯。所以我老爸咁先是真嘅是有遐嘅物件咯，是20幾年前嘅做法咧是咁款嘅。你人是食蔗是食醋嘅嚇？食醋嘅。食醋啦，我係嗰陣時食蔗。我阿媽咧就嗬，我阿媽咧就做，我阿媽咧我阿個人咧就講要做食蔗嘛，所以就我阿媽係點先咧就食蔗，所以就甲店買咯，甲店 order，所以店送過來咯，所以就唔係講這樣款啊，本邊貴嗰種嘅咯，我唔知伊即係 package。我阿姐能是 order 話做對啦嚇，是搭咩才是無相嘅。未使講都未講嘅，未使講。我講佢哋 agent 嗬，唔是我人係agent 咧，唔是國際人公司嘅，伊是上個 realtor 啊，佢哋一邊佢哋。而家是 agent 嚟啦。即係 agent 嘅，伊是冇做國際，伊是做 middleman 嘅，伊把你包開擺好，把你做แล้ว咱講緊了是這邊嘅嘛，แล้ว美國是其他位咧，แล้วอันนี้款嘅物件是阿咗去做咧。點解佢是吹 funeral home 呢？定我跟你講係物件啦，韓國嘅咧，你字名所在咧，嗬，是啲老官厝裏邊嘅。咦？哦，都看得到，都看戲啊，都看韓國電影啲牌啊，有啲貴啊，情。我食嘅衫咧，你係你嘅啦，是老官厝嚟㗎。哦，有陣時啲老官厝你上去後背係你 building 呢。
哦，我所以这边是 funeral home 咯，如果 funeral home 是特别我人是 usually 叫你老人啊，未死是家己安排便便啦，第好啦。你經驗 menu 係咪嘅？有你人買伊買，แล้ว特別這邊是要個ลูก去伊 funeral home 做時，要每路便便嘅，你花愛係咪食，愛係咪花一做便便，你裏邊 cushion 裏邊是愛 silk、愛 satin、愛 cotton 係咪做便便咧？你愛下掉。แล้วกว่าชากว่าบินไอเซียวไม่เซียวจบเป็นแล้วอีมือความรู้จับมีเกียร์สิอี catering อีหลายอีมือความรู้สิจับแซนด์วิชก็สิเจเดียว like serve อย่าง wedding อะไรควันแล้วอีก็มือความรู้ไอแห่ฮามิกว่าแล้วอีมือรู้อันไปอากาศสิกุยเลยหลังไหลแล้วอีหลายสิจิเป็นอ่ะ你講咯，你叫你出來人偷笑應嘅，我記。แล้ว要每路嘅像แล้ว路那是愛用係咪 USB 啊，ก็像佢係小影啊，แล้วแหก像 video 啊，對，要每路變，แล้ว是อี每路อากากุยเลยหลังไอไหลแล้ว是อี房間啊，อี厝像一個像一กุยเลย好多啲啊，特別อี冚อี房間嘅冚，แกะ對。แล้วอีมือรู้ไอ open casket ก็สิไอ close casket แล้วอีมือรู้ like อาจจะ講น่าสิ講น่าสิลูก唔知講อากาศกุยเลยหลังไหลละแล้วลูกไก่講ลูก唔知 so อีก็ลูก講嘅ลูกจิบะเลยหลัง嘅สิอีคุยจิเลยมวยแล้วประมาณนั้นค่ะแล้วอีโบแห่หลังที่เลยเปียวอีแห่เสียหลังที่เอาบอยflexible 啦，in case ลูก就這人來是夠人這啦。所以這邊嘅我是 Malaysia 我是會記講是想我係講啦，咁咧我嗰時啲厝咧有裝破嚟，你冇咩記？特別啱咩都未見過上，特別這邊嘅我去骨子刀咯 ，because 就特別 client 啲人特別去啊嘛。我記我細漢嘅時候，我係講㗎，我係馬貴先嘅時候，我人都會家己填個表喎，我人特別去 take order 嘅呀。我叫我細細漢咯，嚇！我人特別去達到頂安迪安哥都俾啉下面，แล้ววังเจ้า去嘢咯，啉茶啊，是啉咖啡แล้ววัง試過嘢就會攰你咖啡嘅茶果啊，去填可能那款咯就 top up อันนี้我記。แล้ว冇安迪嚇，你算啊，你馬路有人 serve 啦，馬路。當然人 serve 啦。啦，對隻。對，巴梅對。茶米粉啦，是咪貴嚇？巴梅米粉對，茶米粉，當時茶新加坡米粉。แล้วก็จะไปปักอะไรอาหมอทั้งปักอังสีสวเลยเดี๋ยวอะไรสิเดี๋ยว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สิไปโทษจะเลยอังสังกัดจะเลยใช้อะไรคนน่ะตอนนี้จิตเขาแห่ต่อเสียเลยอังเปาหลงเขารู้แล้วกันแล้วเปาหลงแล้วเอง我咧阿摩睇，我感覺一條龍就是蝦米物件本免還路啊，路借落來咧，依家隔離佢補，隔離佢路就掉啊啦。你看冇是達分咯。แล้วออซาเลยสังกัดก็ไปอุลังไปตัวหายซามีกันแล้วว่ากี่ว่าหมายนังก็จะคือเบเลยออซาละมีความไม่ใส่ซามีกี่不是包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รู้แล้วว่าแพ็กเกจกันแล้ว already 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รู้แล้ว哦，你係咪等陣我衫要包用嘅咧？我啷冇用？唔是我衫，白衫我褲，白衫我衫，有嘅車咩情係咧？依個可能經啦，有人情我，人情麻咧。冇，麻是你做你時間大。看路嘅伊嘅關係，成日講人是咯，見子就都是情愛，唔是咩？白色，冇白衫我褲。哦，我諗是情愛喎。冇那是白，那嘛是一套白色嘅，然後你話是上個我是順啦嚇，咁樣上啊，別使講，攏咁樣情上色，順情藍色唔是咩？順是情藍，順伊就上個都我係幾位講句先我情藍嘅。伊就學咧一個藍色咯，一下就打你手咯，成日這是新婦啊，一件咧，伊就學咧一個即係個另外一種嘅咯。攏有做呢哦，攏有做成大下，你看你未見過啊？冇，我係 Christian， 我下是拜人講嘢嘛，唔是咩？我講嚇，我講是 Christian 本是有大下喎，我諗冇情滿嘅啦。我諗冇情佢哋磨砂，冇白路冇情磨砂，本來啦佢哋特別呢學路邊，呢時學路一地細地磨，很舊大路嘅，佢哋是泥嚇，特別講是路是泥順啊，是路是見面嗰個嘢。
我記無上效無上誒，迄個特別了貴咧是 after 你貴了出山貴咧是啊，轉來是啊，你上升轉來是上升嘅句無講這字，你去上升轉來啊吼，伊互你迄個伊下是 plastic 嘅一種，成個你在做成生命嚇嘢掉呀，冇啊，冇啦。because 啊，你若是講你愛靜下嚟講啦，嗬，你成日講你沙嘅了，嗬，本身被特別貴俾佢咯。嚇，特別貴俾佢了。就是講人講當劍無安尼講係必要了。你是講當時出山偷下了，都偷下了啦，無對處情多下。嚇，無再多下了。有的是多下18節，多下3個月，有可能90節。那看你愛買咯，啥？多一禮拜就無咯。哦，我是講較濟當然是為了向病本是，I think 增生對嚟就偷下了，出山了就偷下了。嗰度畫你沙咧，呢度叫做夾隻顏色。頂到無像啊！哦嚇，對眼啊對眼。冇多下啦，沙是 Christian 冇多下，我係冇。啊，我爸同我媽是Christian 嘅人冇多下。誒，我有誒，我係講媽隔了嗬，隔了是 Christian， 往隔了有多下啊。多下啊嘛，係啊 ，religion。嚇，我講只多下係咩？我唔講。大了，多下是 morning 嘛，對。嚇對，多下你話嘛是講，我嘛聽到我成日是 explain 同我聽。respect 是 respect 本特別一樣講，你聽到無同今來年代，你 Facebook 幫隨家人知啊嘛，聽到是你無人知，所以你就要請到你下人看到哦，你看到你請到邊個家邊，你食是蝦米食，一樣就再講是你白，你鳥還是你馬，安尼可能人看到，你在我記是黑色，然後白色一拽，伊個你擺，你請到啲多手咧，就是難做你。難做，但 boss 是多手了，正手是查某誒，所以人會看到啊，你請一下，伊人已經知講，哦，這是你馬貴先，還是你馬貴先，就冇人看到呀。我係講是我伊人有一個 formula， 唔知是青黑色、貴成股黑色，唔知是切熱，你唔知貴啦。對，我冇有，嗰對青過你知道？啊，藍色有度變紅青，紅青有度變青青。哎，貴唔知是六個月一年吧，你該使該對紅。對，我哋是只好只傳統嘅咯。就是啦，就所以馬路嘅人，有隻方面咯，係你對。就所以馬路嘅人白嘛，愛做工愛蝦米啊，แล้ว你มันน่ะ對，即係攞安尼，就是咯，我記。哦，就是咯，就是馬路嘅人無對安尼款啊。你使講，試試嗬，我諗無正講，成日講你都愛做衫無誒，我係衫個了嗬，經嘅食，加個了，加個了紅嘅也紅淡啊。I mean the funeral itself is 情惡啦 ，because one immediate mother 嘛，但咧貴了咧未使情striking 嘅 colour 即係暗色嘅，你睇未使黐色，你想有有 tag 啊，有寫紅字啊，嗰粒加個了。即是較無呢鹹啦，你。and then 嗰次係唔見，我諗佢走，我買到試咗咗把試試嗬，我諗伊個衫嗬，嗰了綠瓜茶是在加破啫喎。嚇！我知，特別街嚇，特別街。冇人會去點，冇人會去點。計 N 對咯。哦，計鹽對，哦。啊？搞啥嘢講？伊仔也是我人嚟處。哦，所以別使你仔別使生氣呢，可能係，所以你仔嘅別對。有時講計計啦 ，N 對，即係叫講劍射，N 冇了。哦 ，OK。你是講係咩劍射係咩？精神啊，精神啊。即係我諗嗰時而試啊嘛，貴先嘛，所以你介意 N 冇了，做布架件，還是你嘅硬膠帽，還是布個件？哦，你是講就當劍你是元已經啦。哦 ，OK， 你講你當劍一世人啦，一世人，你是搞個一柄就對啦，你可能係是講，所以你加衫上面，你加喺衫破起來，上面一坑還是加幾坑？地啊。哦。地啊呢？哦，地啊，係加一坑。哦，我唔捌聽，我唔捌看過。你嗰次係唔見 ？The moment 你爸母死時啊，大件就係對性嘅。
因為落掛茶時，一頭下落去哦，是大鏡下落去嘅。哦，梗係出頭。啊，都愛做嘅。啊，唔知係咩數，但係我個就撞對嘢，頭一個就撞對嘢，撞啊嗬！一落掛茶時，一大部鏡底大，大部鏡底下落。特別好一頭。這個不是很快，因為我的老爸這樣不是我做的，不是我研究頭的。哦，我唔係聽過呢，可能。冇啊，我係冇啊。冇你冇你鹹啊啦！我講我是咧紅燒。他冇啊，他冇你鹹啊。冇我唔淨係識人嘅方式啦嚇，福建嚟咧相反嘅。阿咪學哦，你是講福建嚟，福建嚟，福建人嘅咧。我講福建人嘅咧是特別人嘅款鏡。你我是福建人啊，我唔知啦。唔是你啊，唔是你聽到啊，意思講福建人嘅你。福建嚟啊，福建嚟啊。所以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意思巴生人我唔別記。對，巴生嚟。福建嘅嚟，就是講人邊啲人叫福建嘅嚟。我冚氣啦，上家 view 我咧，伊是下人人嘛，所以我唔知伊人嘅。哦，人下人嘅嚟咧，下人嘅嚟。特別我冇，我爸本好嚇冇啊，我冇人哋款做啊。有可能較簡單啲，就係 simplify 就係成個咧嚇。聽怎麼岑老師講咧，伊個唔知頭一百字就要稱冇頭即係頭切就要稱哦，隔了咧是攰咧是對曬換做二百，安尼款。冇本地嚇，冇喺啲觀察店嘅人嚇，要梅嘢你知，你人愛大下，就是講你伊貴了出山了，你人個愛大下，有梅魯嘅嚇，有個梅魯嘅。你若是講愛大下呢，就咪講你衫係咪啊？你愛對調咯。你當今嘅人較濟是出山後咧，就燒掉一下咧，冇個再大下了啦，把魯嘅。特別你當今去濟名了是伊人有學你樣嘢，像一套 T-shirt 啦，貴係咪白色嘅 T-shirt 呢？可能有哦。有那個包咧嘛？哦，所以我哋在講哦，你要訂幾人嘅款啊？哦，伊人個咧就 pre 做好來，就 already 有了。特別咪特別在講幾人你 size 係咪 size？你因嘛梅魯啦，你嘛計講 size 就個 XL。我講講，伊是夾，冇嚇，伊是安尼款，伊夾幾拿白嘅衫，你到時那是一算咯，伊嘛算講哦，你 already 有幾條衫。夾掉了，伊咪扣出來咯。哦，對。夾一衫來嘅了，要 label 一like 大波、雜波、件啦 ，SML。要辦回來啦。對 ，OK。我攞嚟標。未使講咩？我講成個你俾你 PGHP T-shirt 你看啦，係咪？佢個睇 extra small 睇，冇啊，當呢成 F 係冇。冇曬聲，是話表話生啲硬未使情嗰個多下時，特別OK，แล้ว個後面咪就會講個波槍，冇機會講對人嗬。有人去過後樹穿紅衫喲。喲，38啦，係叫做。哇，干那孫八歲後了嘛？干那孫八歲係你是只後面了喂。干那孫。我穿過。我穿過，為啥甚至係咪啥我哋等我一步過先咪實講，你啲落話啥得嚟？我家就喺做邊樣？你是講穿干那，你是干那孫係？我是你做啦，嚇！有啦，你是干那孫咯，所以就係你只好名啦，係你。干那孫對，我係記我諗嘅干那孫是穿，伊唔是穿紅衫，伊是穿白衫，特別要穿隻成個咪長講嘅，特別是紅色嘅，係 sash。冇要成個穿一個褲，要褲帶你看咧。哦，一個褲帶，紅色嘅。我成個是有白褲帶啊。我係做是因為伊有帶同堂啊，了伊人就 simplify 第4代嘅第5代會使穿紅衫。哦。伊人就派紅衫互我人咯。哦，I see。哇，有帶同堂啊，好名哦，好了哦。hockey。有帶同堂就是講5個 generation 將至為嘅都做正嚇。對。แล้ว個 generation ก็แล้ววัดแล้ว個我愛聽中國嘅funeral 人點聲是穿咩衫
講。我嚟馬斯是在中國啊嘛。人無穿學衫，人特別咧衫咧。哦，南邊 inside out。inside out 唔是特別咧個課程嗰啲成褲嘅咧。意思我冇明白。你都學冰出來 over flip 啲衫，成個都冇寫地課時，你冰過嚟，佢穿個字字人啦。冇，แล้วลูกน่ะสิ講ลูก冇白衫嚟講ลูก穿下面食嘅衫本嚟攞出嚟咯，倒冰出嚟呢。哦，我嚟馬時人死嘅，人咁呢度中國死。喂，嚟馬時人就講死，梗係唔丟啦，講緊唔丟啦。變咗咁正事。喂，嚟馬死，你嚟馬死是成日講做，唔是講你嚟馬成日講死。แล้วอันนั้นน่ะพังว่ามีสังกัดสิสัง lemon zesty 是個好做咩啊冇啊 zesty เป็นสัง cleaner 邊咧แล้วอาหลงso รู้講รู้見紅教你嘛แล้ว有還沒無想รู้做事還沒見有較簡單咯較省我簡單較省because 我請你南馬路來嗰條另外考慮嗬。對，所以往時請，迄個 wake 嘅當時冇咯，是 funeral cremation 係節，甲有一個 pastor 佢人甲我念經。即是你爸爸，你個叫人安排。對，我個安排好我個咧。伊就是咪話俾人做驚，講誒隨人嚟念時掛，特特名，我講名。咱特特名，咱坐已經先幫就好了誒，出山迄一節，甲請一個 pastor 過來，所以往時真正簡單嘅咯。哦，แล้ว你佢其實你成個你們是一條領包啦，你包個了本啊，所以你免做包行咯，即係咩？是你免做包行。對咯，往主要應該你本 actually 係無英文嘅就，應該你就是講招待人出來有隻人來嘅話，你就會接你啲人講話嘅，招待啦，做招待你朋友上點上來，顧親戚三姑過來，二姨過來嘅咧，你俾伴冇上嘅定啊，你特別想是佢去感謝人者咧，想是去應招嘅呢咯，對，你個數講咧個講相，講相，三幅皮嘅啦，講我講。你咪打字就件事嚇，你 upload 呢 episode 咧，直頭講啊，正當都嚟聽一個。你 scan 你QR code 咧，你到底係隻 QR code，你 scan 你告訴嚟嘅，你講啦。我是因為我爸爸伊之前過了較無呢好，我是講累方面啦。我家小人點先，因為欠少嘅嘛，都走路嘅嘛，所以變做伊無朋友嘅就，變做以後嚟伊無咧這邊，所以我故常就講，哎呀，別使可以無人嚟，無好本嘛，對唔對？所以我走就對佢往古仔你冇活就，我講攏會記我是最驚啊！講即係未記，你當然幾歲咧？我當然10幾歲咯。老啲都類，然後講我爸爸就咪貴先咧。我講是啊，所以你冇活有人嚟咋？所以 at least 嗰時我爸爸走落醫整，係你冇活裏邊嘅朋友。搬有來咯，我就是想講，應該冇聯絡就幾年咋，冇聯絡就這咋，所以想講人哋都唔知嘛。所以你去到對舊嘅 neighborhood， 我去到對你深山小屋嗰邊，我負責嗰邊調嗰邊去隔嗰邊嘅幾百厝邊講一下咯。แล้ว講一下，唔是講會下面唔見啦，會可能知啫。嚇，人走了。都可以較好看就冇啦，這咩就是所以未實講冇人啊，看啦。我唔係講做個安尼慈慘住佢話對唔對？係咯，我過去俾佢教等時佢擺人個嚟嘅咯，係咯，係咯，我出嚟我估我二啦，我估係人個嚟有嚟嘅了咯，係咯，特別除咗前正依個市面上我爸爸冇朋友喎。我特別拖幾個朋友出來㗎，一條嘛，是唔是？我有做的，咁非就講，伊走半未歹啦，伊人走去半有人來送伊哋好朋友半調啲隻花車，啲簡單花車對嚟快本咗。但係我們在意朋友是住人嘅呀，你要同調啦。好嘅就係咯，好嘅就係往在咯，好就係往我會記迄個人嘅名咯。特別就乜我講住迄個虎頭嘅，我冇虎，因為我冇做這個物件噶啦，較簡單嘛。特別有一項物件咧，我是有啲冇做嘅就，
這是我家己個人嘅物件啦，我家己數字嘅物件。伊有一百是要夾小英嘅，見到小英哦，對，夾你把小英，大鏡夾把小英。我是大鏡，特別我買夾小英。我買夾小唔是我笨蛋。我即是我厝內邊嘅數啦，我3年下弟咧。我是甲爸爸就冇錢嘅啦，老實講。特別我第三個小弟，我第三個小弟咧，對，我感覺講第四項嘅你甲爸爸是較錢嘅，因為一四項我大漢間有爸爸媽媽，係啦，我四項個大漢是冇嘅，我是為媽甲我過個節咋，所以爸爸媽媽甲冇人哋自己啲，所以我心裡面想就講，靠藝術啦，對於嚟講。啊，我第時我教我講嘛，小英我買嘅，小英都好，你攞梅你小調啦。冇，我免滿意嘅 ，because 我就係講，伊哋都是講細爸爸媽媽。哦，所以就係講伊哋就係。伊好，伊啲老官厝點先？伊是爸爸阿未走，伊地錢，伊地我爸爸，就大隻幾老官厝伊是嚟咗。係了，甲伊住成姑，甲伊交過伊咗。對，我覺得冇佢講出嚟講嘅。bonus 啊！真正小數人就第一年一換正講了，我是拜二，迄日是阿妹，你5月節以前我是拜二，迄日下晡，我小弟我哥甲我講，你老爸老官講未歸結名咧，就老官講啦未歸結名咧，我哋韓國嘛。我就見教我頭係講，我有可能咩就去咩背呢邊人啫。我佢講咯，我見阿妹俾背佢段，俾佢段咧，佢直接半地是我俾23去死直接嚟啦。然後冇23去死，那邊糊啊嘛。然後我就俾家己走去落淚去死咯，家己死嚇。對，家己死，然後佢落雨咗，然後佢死，然後佢對住啦，佢小個字啦，被下落嘅個了，嚟 music 嚟啦。係咯，你紅音，我哋做看電視機咗，其實我講我困地請咗，因為我第二日早起未，我看電視機，然後自殺，然後接位落嘅咗，白橋話咗，聽到你把聲，伊是我是真正明顯嘅咗，冇可能嘅咗，真正明顯就我冇講上可咪奇怪怪咩冇本咗，我咪上個出線，我冇本咗，我成日看到戲，係啦，故伊戲故事我直接看到啦，我在伊戲你講嘅邊件嚟咗，我腦冇上到白下面嘅，我就看到戲，然後缺我衫，攰我 passport 嘅啦，最好事嘅啦，係點我 luggage 嚟嘅，係啦，紅音，喂，阿龍啊 ，thank you 啊，啦成家伊就點會出來啦？面咧，點解？第時我走開邊，誒，你拜阿龍啊！是我把聲嚟，係咯，我 the moment 我就聽到我啲聲了，我已經冚到電視機聲嚟咗，我攞到邊頭去看，係咯，我係咁就我 already 上到隻面咗，伊冇嘢，我 already 上到佢啲面嘢，一出嚟咗就，我佢上啲嘢，特別我對舊嘅點先，伊個未走嘅，一成酷地嘅未走嘅就，伊個穿佢嘅，伊未走嘅就，特別伊冇請啦，伊叫冇請啦，我頭舊位冇舊一百講條話，我計講話。特別我冇計對話咯，我完全冇對話掉。係啦，第三節拜四，我是拜二背拜三對教，拜四個走嘅，拜四走嘅。所以對教拜三迄節咧，我有計講話，特別冇對話咯，伊冇特別做話啦，到到呢時 vegetable 嘢就。特別有可能去韓國時時同你講佢交別。我跳晒嘅時候，我就正驚啫，紅啱我攰兩，我冇管長嗰種。領嘅啫嚇。記者就阿龍，我捌聽過兩三道啊，人甲我講嘅啦。伊人講嚟，成個你講咯，成無像國家 right， 所以伊人會聽到成伊爹，甲是伊媽啊，甲是伊後生叫伊啊，然後伊人看點聲，然後知到嘅時啊是嚇你點聲歸先。但係我冇歸場我，and 伊人嗰是阿毛嚟個。阿毛人啦，我八歸先嘅是我八號啊！你聽到你八號？我八歸先，那我大厝嘛，因為八大印尼歸先嘛，等大邊領嘛。我多隻號，我係掉喺八號啊，我就請嘅。但是每次都好你八歸先了。八歸先了。所以 before 都在時你已經聽到你八係號。歸先了誒，等無人教我人講嘛，等會背我大個靠我嘛，我講因為貴先了，要累 used to be 貴先了。
used to be 伊講咩？你係 used to be used to be 不是了。我邊個話？頭先阿龍講，你講係咪驚困未請時係咪數？我哋20幾俾佢背掉嘛。哦，我甲你講下，我5是困未請，แล้ว我冇看到我係麻咯。hospital call 嚟了 ，hospital call 嚟了，特別你講 hospital 是講 call 嚟是critical 了啦。特別我未請喎 ，because 我半暝也是 already 補掉上一去 hospital 啊咪啦嘛，แล้ว對我出只線啦嘛 ，so 你想佢未請本嚟啊，你？咱落完幾日刀啊，唔就落完幾刀佢未請。แล้ว喂姨嚟叫我誒，喂姨啊，我花車嚟㗎，喂嘈，喂你嘛冇了，咁咩去 hospital 啦？我嬲誒，我同你講下，嗰陣時不 maybe 是佢未請本好本來你都冇看到伊嘅 last moment， 伊我未打閒咯，你看。哦，你不會好，你話啥？你只看考，你看到伊貴先嘅事。哦，好彩是冇看到伊嘅迄個 last moment 對去啊！你按照去看，你會乜得？安尼看對去，你就 suffer 嘅時候，只我是我冇看到嗰就我爸爸嘅，但係咧我覺得一個奇怪嘢。我拜三對舊啦阿妹，對舊咧我講喺爸講話咯，講這些物件。然後阿妹咧我只教邊咧，我個自動電話要錄緊住咯。然後我就講話我對嚟咧，我話你啲韓國錄飛機呢，然後講就咪阿冇人做啊，做咩事啊 ？Actually 我是冇物件俾佢講咧，就所以我就俾成話咯，成 topic 出嚟咯。佢拖 topic 出嚟咯，成 topic 出嚟佢我頂住禮拜做乜嘢我幫就冇影啦，แล้วก็禮拜佢會做乜嘢，我講佢聽㗎啦就，แล้ว係點先？伊穿佢 OK 佢就，第二節我佢就去看伊，我自己邊係佢講話，講係乜嘢啊？直到我講細下係乜嘢，大下係乜嘢，係啦，我看到伊。迄日子你一穿佢真係艱苦咧就，因為我一直俾成間打你就做啦，一艱苦咧就，特別伊未請嘅就，伊冇請咧就，伊冚得白照季節咧就冇請到就這就，係咯，伊故事未控制伊嘅狀勢，咁未控制咧，未 control 咧，所以兩半仔啦，伊冇隻物件咧，我見下隻冇隻物件接鹽水呢，所以我看到伊喺呢款呢，我心裏面想到一項物件，我想到就咩就是講，伊個拖掉。是因為伊個單調咯，就伊單下面物件咧，我誒大小弟咧是喺新加坡20幾年啊，伊 COVID 無對着無出國掉就 COVID，所以伊passport 過去伊唔知嘅就，所以伊是未對去嘅就，伊知道這小事咧，伊就請講啊就，伊就要去寄 passport 去做咯，伊請講咯，伊是馬來西亞人個啦。馬來西亞人個，伊唔是新加坡人個，所以走去 embassy， 你就講 embassy 未限做路嘅嘛 ，embassy 未邊年嘅做，馬來西亞嘅做 MC 做路嘅，外國嘅 embassy 是未，不是未單本嘅，所以伊就講伊就要 expedite，伊無法度啦，伊就要當見就要走了嘅，所以喺度出去當做好啊，背短期嘅時安裝，because 幾日嘅嘛，係咯。伊咧 embassy 就講話就做路特別好啊，出批嘅話啦 ，confirmation 講 hospital 嘅批啦，路管嘅批啦，往出邊哪裡學醫療嘅，send 學醫療嘅，迄個 embassy 佢咪叫 approval 就對，係咯，去到拜時咧嗬，已經做幾哪節啦，做2-3節咧就，拜時咧嗬，伊調啲就走去 embassy 去 push 人啊，講我當今啲單調個讓啲事係好啊，我係 passport，because 我未護了，我係覺得。有可能會走咧就，喺度先會走個。係咯，伊就講話 ，OK， 你叫佢哋 doctor， 佢哋批嚟俾你寫一嚟，所以我咪走去找 doctor， 我小弟走到第時下，你小弟走去找 doctor， 伊嘅你 document 咧 print 出嚟 ，keep WhatsApp send 俾伊，伊企喺啲 embassy 會驗啦，電話等咗，佢等。係咯，佢哋時我 after 我舊喺白講嘅了，佢哋情塔嘅話講嘅了咧。係咯，我就講喺白行課，我試裏邊嘅時候就講，我舊喺白講前後面嘢嗰陣，我就講話。你當今若是講是拖掉嘅話啦，往外口嘅人眼看你拖了就艱苦啦。我老實講一句，我看咧往本艱苦，往嘅心本無好過，因為你穿佢嘅款啊，你個別叮當別做往無 reaction 到這啦。若是講你應該走了，你會較輕鬆嘅話咧，你放心走，
就放心走咯，我覺得就大漢咧，你就放心走咯。แล้ว我每一隻嘢，我每一就講，有時是單調嘟嘟對來。哦，但是係嗰時單調對來話咧，佢當今啲誒 embassy 啲誒大使館裏面做掉做 passport 咧，啲 passport 一出嚟，佢就馬上背轉嚟啦，新加坡就見嘅就。我講咗一段話句後咧，我唔就係講個 problem 佢咋，我講咗句後咧。我係小弟家教講冇喎，你講同意個檢查係面見咯，咋？做咩做咁麻煩呢？攞嗰度出批啊，攞了，做咩做咁麻煩呢？所以一早一出嚟，你覺得咧，幾隻面嘅咧 ，on the phone embassy on the phone， 我做啲 embassy， 教我誒第三你做啲 on the phone 位，你講下，都已經叫doctor做啦，一 send 好時協助應啦 send WhatsApp 咧啊，一show 我去 embassy 嘅人看，啲 embassy 嘅人講。OK, ini boleh terima. Ia cek kong cikuan ya, ikut OK ni ya. 把走嘅。哦，伊成日是要 make sure 伊袂對來那款哦。哦，伊是上點先就 at the same moment 就 doctor 徛喺面上邊啊，伊有一個步砍掉起來咧。如果是講 last moment 咧，伊 doctor 接到伊會。伊有聽到，I mean，讓佢有聽到伊講乜啊？有可能。有可能你把 maybe 伊，I mean 是無關係 maybe 伊聽到講伊在講。啲變成邊啊？你我哋話啲變成邊啊？你所以有聽到嘅了。係咯，伊就係講 OK，然後我就哋講下，依個 OK 啦，依個 OK 啦，伊就講 OK，然後都行出嚟喺度，講下，你爸爸冇到走啦。哦，上咁聲嚟，等陣頭嘅，怎麼最起手就條落你講咩？是話啦，是話。我讓先講我等下個補充啊。OK， 我錄個記錄唔告訴啦。我愛問阿龍。頭嘅，等陣頭嘅講先。你講嘅個先幾正經哦，是啦。我嘅阿媽本是上番，因為我嘅阿媽是拿落個做個先嘅。這裡 video 定哦 ，OK， 我冇 OK 哦。我先夾到阿婆 OK。我玩咩啊？我翻 OK 啊噃啊 ？OK 噃 OK 啦。OK。所以我阿媽咧就拿到嗰首歌先，伊其實伊部歌是點先咧？伊是會使講是 coma 啦，拿 coma 啦，唔知啊人啊喂，然後我唔知伊到底是唔是 really coma or just that coma 或者點啦嚇。when 伊切點聲啦，入面 when 切點聲咧，伊 actually 伊頭直直叮當叮當叮當嘅，所以我唔知到底是伊是 suffering 啦，還是邊物嘢？因為所我知影就是幾若工整伊無個是點聲咧，伊有出血，所以伊出血是哪一卡出，唔是哪啲面出嘅，所以因為伊是講嘛，伊被崩血啦嚇。所以就放到半邊嚴重嗰種嘅，所以我講到邊嚴重就是我本教我嘛，都本掛到講出了嘅，係唔係？因為唔知到底會過未過嘛。所以對我講出點聲咧，就講冇叫我簽名講，因為因為伊放血放啊搞啊，所以無真個冇咩血啊，所以愛掉血，掉埋80本，所以就有咯就簽可以做咯，但我簽兩時問我doctor講講，伊話我到底是拿實費啊冇拿實費，因為我快傳開看個半邊搞啊，然後伊頭一個月又去啊，所以我個基本唔知到底是有痛苦無痛苦，所以我了解阿龍嘅真正，因為伊樣款嘅情形，咱做囝嘅也是做孫嘅。咱不唔知到底看了，看了，咱唔知痛苦不痛苦，所以就你都跟你媽講，其實咧，when伊樣情形咧，迄陣時我阿媽是個still 個 OK， 因為吼我甲我都甲我姐講，甲人講吼，伊袂曉誒，來傳傳出了，來傳傳出了誒，因為吼伊袂曉誒，
，so 因拜来跟人讲，所以咱就那不已經搞我阿姐講講吼，伊阿媽前行好傳傳除了係拿出歌，因為老人啦哈。往時買到啲老罐出過先是，你那不愛人個做歌先嘅，因為吼，因咱有嘅老人是吼，我根本捲住拿出歌先，因為我自己不是。自己識嘅所在。家己嘅老厝所以我就甲我阿姐講，我甲我阿姐講甲安年，個重要嘅講，我係問得問講伊講吼，我講伊老人好好伊拿厝歌，莫互人講厝歌，因為我唔知別個老人嘅想法啦嚇，多數10個老人10個想法呢，所以就講咯，然後就 actually 是8一就出老嘅，無8一吼，無。禮拜日出流嘅，老公都叫佢係出流嘅。我阿姐呢唔知搞咩物件，搞家吼未好勢，就講我無這物件，無這物件未出流，所以呢就無法咯，因為我唔係做主嘛，因為我厝唔是我嘅嘛，就攞面裝嘅聲咧多些，等我 mute 一下。喲，OK， 就叫 mute 掉。所以我係就講無破啦，無好嘅破啦，無嘅 oxygen 啦，小皮啦，所以我唔會睇講咩物件嘛，因為厝唔是我嘅嘛，因為一段啊，我係當嘅厝，我係當嘅厝。你當係？我係個人，我自己related 嘅個人啊，咪叫懂嘛，係唔係？我冇曉啊，懂是你懂係咩？懂是懂甲表嘛？堂哥。哦，對，懂甲表嘛，所以我係懂嘅，所以就拖甲伊未單了，伊真係是未單邊出了，所以哪能講出個先？所以是無，你是講你嘅心臟嗰陣是想到是要可以成對厝啦，是講做事做未好事，你未對到厝啦，後尾就到啲攞棍厝過先啦。是啦，特別多數我唔知嘅啦嚇，我唔知大家老人嘅想法啦嚇，特別嘅時想法一定要厝嘅。有嘅是講對到厝吼，一個大到厝無夠困難點正，伊就幫未去。細漢你頭先都未講咩細漢？冇阿龍小弟未拖 emergency passport 咩？就是拖就 emergency passport 啦，I think。就是拖 emergency passport 你麻煩你啊！伊拖就full 嘅 passport，伊是夾 full 嘅 passport 嘅。冇啦，那是 emergency 會使嘅 emergency passport 就係唔是會被問題，人都是無好路嘛。人就是我就是冇路嘛。俾你出批，俾整出批，後出批。就是你要做事，就是無好路走嘛，當然。你特別叫你正嘅，你批係咪嘅？你批。應嘅是愛叫你去做新嘅 passport，較好路走啊。冇關係。意思人都是未就講你是唔是正有這個 case 正會出嘛？所以特別可以看到 fulfill 嘅 requirement 啊。但係你曉落咧，曉落你會講咩？曉落。哦。我是講我係爸嘅事啦，我無團隊啊，因為 MCO 啊，and then 我背記啊。I see，到一到加拿大，你爸係？呢度爸是啲邊樣啦？大啲嘅水。所以你咪是只咁，咪是哎呦，我唔知啦，心你咪是只亂咯，都無團隊無。拉出嚟嗰隻故事就啱亂嘅嗰隻嘢。我等下可以講，我條線抄落，曉落 ，sorry， 我覺得抄落，sorry， 哎呦，抄落是會話話會講啦，你曉落是嚇，曉落講，都係，因為啲是中 COVID， 中 COVID， 你咪是你教嘅，我看到你嘅心，你教嘅 today 你咪是 feel 到成，我不能對，有條卡掉嘅話呢嗬，
特別你爸爸明逼嘅啦。有可能kalau kun dia WhatsApp na. Oh. Video call. 我講我還咪咪見到佢講。你爸爸正線啊，還是有車啊？冇了啦。แล้ว你出來然後攤去哦，你出來攤，而且還是 maybe lockdown，還是 maybe 出來然後冇攤去，是唔是？到底邊嚟嘅？關嘅，跟住我係跟住一小弟關呀。哦。喂，3隻字叫我對特別都冇背記。有我哋禮拜啊，你講到老君做茶館啊，有個就唔知啊，就我3隻有去做外賣啦，伊在外賣應該是每個外賣大到位啦，有伊去卡門特別外賣是咁。個別嘅人，所以有位把柄嘅人，過去嘅時候，伊度伊買曉嘅人嘅，伊是伊冇咩事個位把柄嘅人，了已經冇。你細漢你樣背冇半開啊？時候，伊人冇來往了。了讀嘅，了特別我叫外賣去。佢講愛看呀，啥物啦？特別我嘛是堅持講，伊賣甲這人有來往了誒，伊講都是無關係了。伊講如果賣假搞去，背對來，看伊個啥嘛？特別你家己想感覺未過心啦，是唔是？哪年啊？哦，你想會對哦？未機會對。唔要緊，你特別單位即係講明係咪談好事啊？介紹對是唔是？我有特別把路冇 vacation days 對去。特別你爸爸了解啦，嗱你可能未見啊？基本是我同伊講 WhatsApp 嘅 video call 講咗全部話啊。那咪是講。哦，伊是就要聽，本是要聽到你聲，要甲你甲伊講話，就咧伊甲咁幫甲會平安走吼。哎呦，幾險咯你！哎呦，你是唔是大隻就想掉個當今？我會老君講，還是我堅持要對是安怎講？因為這是 COVID 嘅 case， 我對本是看未到嘅。哦，對。一過身佢又真係見到處理了，因為人講買有啊你virus 一多條人，有講這物又無嘅人處理，人錄了嗰啲處理。hospital 咪搞到特別搞掂。了你安尼款做嘅時候，你 hospital 人就頭甲你搞掂起，是啊，都要每日做啊，每日積啊，啥物，就講要拜大得咯安尼。我3隻有傳落我，係你伊嘅地址，伊收了放喺你房裏邊了。你嘅要好啊，在啊你多一件。多一位啊，伊是到啲邊嚟還是到啲橋？到咗咯？應該是多啊。多啲啊！你不都感動啊？是多愛擔病。OK。然後最後看到伊嘅一邊都是老君傳我愛看嘅小英都是一人做好了啊了譬如講加魚啊，就是講有坑咪。所在也係你什麼花係了 preserve 起來哦。哦，你講這是我人一做教可以。對，所以แล้ว你是而且我你個談 WhatsApp 是因為你三隻去甲伊老君嘅人講嘅時候，講你驚到啲外國啦，嚇嗱。
了我拍電話，我就兩禮拜直直拍電話對佢主要去問講，為安怎夾到陸軍嘅下嚟電話，然後安怎在安怎咯。哦，咱這安尼款嘅情形，我是聽到。成日報告新聞時講對話是唔捌只就講咱家己朋友家己經驗過呢，看迄個是真正我了解你心情是真正，哎呀唔知愛做咩本未做半項對不對？你愛做咩物件本未做？我個唔知安怎教伊嘛講佢嘛，冇事教我。哈，你個 feel 就當呵，你就 trap 掉就一半啦哼。你係啲種，你係啲種。แล้วรู้ตอนที่ฮับเป็นอูเป็นยูฮันกองอ่ะนะครับสันลูกิช่วยแต่ทุกคนบอกลูกช่วยกว่าก็ลูกสังกัดอูใช้機會กับหลังกอง at least 偷คุย淡薄真耐你呢啦，冇講這。當見就這咯，當見咪你這兩天。一條咪就嚟 clubhouse 咯，就嚟 clubhouse 就變咗背入是啦，入 clubhouse 咯。比如了解伊嘅情形，因為。伊嘅情形教我嘅father點解嘅情形差不多相關吧？我luckily是我講看到我father啦。我上拜我father 死都冇人教我講。嚇有影？你唔知咩？唔知喎。你唔知？我爹死冇人教我講，上拜伊人睇講你lawyer拍電話拜lawyer 講拜伊拍電話我，拜個人把路教我講，你爹死過節了。係咪數咧嚇？你無，你特別出來人咧，你出來無，樣是就是咪個你講。Oh my God! So 看個開淡薄啦，看個開啦，看個開。我係了解嘅情形，因為伊無講過快樂。伊情形相關。係變態嘅，我諗我們好啊。就是。Yeah。你話看我本事 actually 論咗，因為咱個 explain 講係邊嘢，所以你會記就一種嘅坎坷，這種嘅感覺。So 曉落，你當今講極先，我係了解 ，because 我聽貴先嘅時，我貴哪貴節啊，我貴未起嗰條。別困別食別講話，特別啊，你慢慢幾多，你特別講你自己，所以這是一個 experience，人特別經過這個 experience，就是當今我感覺，但是你有經過安怎物件，人講講極是咩事，你會明白 ，because 你經過。特別你講未出嘴 ，because 你聽到你袂曉講。冇嘢話，你講咩？我講 MCO 那時候本事咯，成日講我 even 我馬啦，伊唔是 COVID 嘅嘛掉，所以你本袂使入去嘅，你知道？所以 limit 講就這樣。嚇，冇，你完全袂使入去嘅。所以我本是徛到外口，該 say goodbye，because 伊係實入去大樓咧嘛，所以你敢若會使到門口呢，就你袂使行入去伊個挖的，你知道？所以變做你敢若會到外口，甲伊講下你去休息啦嚇，咩安尼款咯，然後伊人就殺伊入了，人就殺伊入了，所以 the last moment 嗬，我看到我馬時咧嗬，本是到門口呢，袂使到挖的位嘅，無通入嘅咯，嗰陣時。哇 ！MCO 那時啊。COVID 就是哦，即係人可能。即係老人把到嘅，伊人行不了冇通去哦。據說伊人獨家去大樓對啦，禮拜。對啦，伊人係叻咯。即係嗬，成個威流病，我不是無看到伊最後一邊啦，無，我是去一個人播係嚟老人嘅名大嘛。所以我係大哥，伊人我係姊人看到伊啦，我是無啦，我第二節嗰個落去個人播嗰邊做嘢後數安尼咯。哦，我朋友伊翁死啦，特別唔是 COVID 死，伊是條 cancer 死，伊翁死一般無通看 ，because COVID 無通看，伊上排排呀，兩個人呢，伊甲迄個 pastor 伊
查我本無攤去 ，because 政府limit 嘛，佢一站正響嘛，伊 COVID，我唔知係咩物件我朋友本時伊講幫袂落咯。because 你做紅包啊，50幾年啊，你紅紙啊，你講無攤見着你冇辦法。John， 九三字。講多對一個安排好啦。按照你聲咧，聲係你買，你知掉嚇？你零知掉，你買。OK 哦，嚇 OK，當然你零聽走，聽掉啊。我係零冇聽到教授，我是講你講多對啦，即係安排後數啦。我是講感覺，我是為老闆，伊呢是無做 view 嘅，就是伊無做係你平安做嘅。所以我是感覺 ，actually 即係多對。即係現實啦，若是講你愛做物件，你不是愛做嘢，你做蝦米物件，愛對路，愛誒 step 去做物件，所以你無 will 嚟講嗬，伊無平衡做，係你平安做嚟講是啊，比只坑可能對我人麻煩成個我 ，actually 我搞嘅個人不是只我不愛笑咩了嘅，不是就是即係為我本身是 Christian， 我老爸是佛教啦，特別都。伊就是上個什麼，係你按啲實講伊嘅鳥，會唔會是伊不是愛接受？特別我當時知嘅，我知伊接受了，伊靈魂接受了。特別我是唔係介人去借咯，所以我是介講不要緊，人做下面來做佛教咪，不要緊，你人做啦。講我係去 attend 嘅，特別我是你做下面教下面拜下面，我是冇拜啦。你看咯，所以我是感覺講安排後數啦。actually 你做出嚟平安做啊，不是 one of the 你安排何時你物件你做你咪學。所以成日講你家己心願，你家己要做咩物件，你寫出來講，你免學你出來驚自己啦，去猜講你做咩物件啊，去亂掉，即係本是 one of the 只安排好好你後數，你後第尾一個物件，然哇！嗰時話人本來學人就係講，人頭先講呢，安尼簽嘅物件，特別安尼一個人講喎，安尼一個人有家己經驗來 share 哦。我是講安尼講嘅呢話題，咁唔是講硬嘅話題啊。特別人本來學人嘅感覺是就咧就食哦，人會夾出來，香港唔是一種好嘅物件。有成個最老實講一個冰 suffering 嘅嚇，是冰。It's something that deep inside your heart 嚟啊！你講唔出嘅物件。但是白頭嘅時我感覺到那些人有機會，然後我是想會講成個就你講你平安抓那款嘅物件，要緊嘅物件會處理嘅物件，係咪物件會講？特別我唔知我未曉啦，那是讓有人會知嘅，曉講啊，係咪要緊會做這條樹，係咪樹啊，做啊處理。特別咧，我感覺到頂到嘅時有人較笨蛋咯，然後人較笨蛋無愛講那款嘅物件嘛。Yes，馬路嘅社會無相了嘛，如果有人有經過安尼款嘅物件，所以人。有嘅成個 advice 人第好是第好處理，家己處理好事情，家己嘅好勢，家己嘅物件嘅處理好勢是一個賣麻煩人嘅物件啊。OK 啦，感謝大家。我這個禮拜呢幫開甲阮講咱嘅心聽嘅故事噶，講後事啊真正我講食物件我問就是當金興食咩物件？即咩事 ？OK， 我這邊嘅是較簡單嘅，我是你是這邊是一波啊？一波，我當時 OK 炒麵啊、糖水個有下面，伊當時做準備係啲點心呀，伊叫係咧點心啊 ，frozen 嘅啦 ，frozen 嘅點心，一做燒咯，吹燒都係使食，然後人這邊是安尼款啊，較正，然後有吃好咯。我是沙河粉，沙河粉未擺本，沙河粉一陣冇正好食啊！真係好食啊！伊是差別了攞另外鹹的款了來，一隻是咳嚟，然後條。冇往冇攞嘅，我咪攞嘅。我當時大嘅沙河粉，我係大沙河粉，所以伊是冇海啦，伊是大啦。然後伊是炒好時咧，炒好時咧貴嚟點少少，特別因為伊貴嚟點少是一個5-6點蚊就貴嚟咧。那個隻人來是8點幾個隻人出現嘛，所以伊是。領期咧，特別咧，按啲做工嘛，按啲6點幾嚟做工，伊嚟做工，伊就行去做咯。係咧，我講上面其實如果你拗啊、磨啊、塗啊，你使橋嘅咋？按啲點樣做嘅就係咁樣，按啲講別使多
我就是啲是包參嘅 package 嚟，隔咗成日嗰個做大冷，你有咩面做掛行嘅 OK？哦，bằng屌問做係講下，教呢個咩叫我上班？แล้ว頭嘅冇地，咁樣頭嘅我嚟選嘅嘛，頭嘅冇地就我講攞嚟 anti 佢嚟，這啲嘢，我係銀包，我係嘅學過就我就講自己睇60年就，一個 complaint 好聽就，你講話冇啦，我做啲咩60年，但係講大一幫車你話你學接架嘅時候，你個夾講住估就，係咩？你梗係夾呢個就夾埋批面嗬，係咯，你第三第二名我講，尤其是我爸爸。貴啦，我唔係做批人嘅行政，都唔係學人掛掉，唔係學呢頭嘅債，我要自能知過就過，我教壞呢啊，佢前面講，你知下咩面條？我出去打包下咯，嚟擦佢掉嗌我去結表查嚟。阿龍啊，即係你就是正嘅公敵，做完你可能咪嘅，真係公敵。到這邊嘅公敵，這邊很屌世界。一打嘅咧就是小度。哎呦，這名會食小度嘅啊！這名三名是唔是？頭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一隻，了伊落去減嘅時啊，伊出線嘅時三隻。哎呦，我真貴！係咪好嘅人？即是好嘅人嘅嘢小度。即係三隻係對佢。出線了，短期啊，是唔是站了一半河家己拿？對，站了一半啦。啦，接妹咯，沒事。伊人是開比界啦，喂，好嘅人啊，好嘅人嘅。Because 碌叫你。你嚟話是上，即係 Costco 嘅小機學佬呢？啊，你就出了，所以你那是無食，你裝嘅人也嘅了，佢嘛講，就半。人家講，就愛去打包嚇，打包一人去打包。分豬肉，泰國分豬肉同時間嚟看。哦。這尾是5點加暗暝12點啦。哦，呢個 food 是無停嘅。哦，哇 ，free flow 啊！茶飯啦，茶貝啦，咖喱雞啦。哎呦，真係好夾冷嘅啦。對。這尾是食危險本嚟啊！嚇，拍槍嚇。我嚟拍槍嘅嚇。我知嗌咗音，肯定所寫嚟拍槍嚟嘅就幫埋曬嘅。係你。燒嘅人都是夾梳頭，你看梳掉呀，係唔知梳掉。哦，對，兩個白劍咧，靠白劍票啊，白劍嘅燒。我媽媽咧，我貴名嘛，特別你燒呢時候一個日走去咧，我講嘅對面，其實點解叫對面啊？喂，你見到夾多幾次啊？我燒到你講冇燒，而家都要處理哦。誒，插邊圈講咩？哦 ，Rela 是成日講係 security 呢嚇，搞到過啦。Rela 是 volunteer 嘅。Rela 個女嘅，我唔係包。愛女本啊。愛女，特別我未記過咧，冇講正濟女，特別 I think 幾百塊咯。因為你講。特別 Rela 有搞到過㗎半名咩？名啦，冇嘅。Rela 有就是個半名咯。個嘅名 ，OK。Rela 是唔是穿你白色 uniform 嘅？樣車色嘅，哦，安裝這個係車到 Rela，往車係 Rela 是嚟嘅，แล้วอี阿妹過來了，อี個架架去咯，佢阿妹冇人嘛。哦，所以意思是成個 midnight security guard 可能。對。哦。Rela 就是一個成個你家己嘅單板啊，是阿咪家己一個家己一人 volunteer 起來嘅，volunteer 起來嘅，一個 association 嚟，使請伊個。成個咩叮當啊，如果特登㗎呢嚇，成個neighborhood security 呢，哦 neighborhood watch 呀。誒，有差別款都未講咩？嚇。但係誒，講嘅是，即係你嚟講。我人是在應該我是布啲人咩嘛？哦，我做嘅在特別好，我在嗬，我叫你嗬，一嚟一做好嘅料就真正好食咯，就有。啊，嗰係錯 review 呐。好 heavy。一湯嗬，一樣係咪煮咗一樣絲味？哦，哇！係咯，要係你烏媽咪嘅味啊。哦。嚇，所以真好食，應該樣絲味。哇！你食個幾點嘅？加關名咯。哦，阿 John 啊，糖水咧，
我講啊，我講你即if你大家利是啦，你去啊，你做我見我總自己得到去嘅嘅。冇，你做 Costco 自己搞，我驚佢搞你借咩嗬？我驚得你請佢講，誒呢樣好正喎。我只嘅吹，你陪一隻，你陪一隻好我只。我特多傾嘅啫。你嘅卡吹嗌哦，嘅卡吹嗌。哦。啊！你是幫他冇人氣啊！咱借咩？咱啲伊出山，點樣做物件假咯？佢聽到伊拉打，我哋聽驚。誒，喲，那是我呢我 legacy 對 continue on 啊。耶，咪個嘅話啦。哎呀，普吉馬路喺嗰啲自賣卜卜對。這都是喇叭。誒，這是你啊？即係點解成日就你就係講白你好怪事哦，然之後你白你變得學嘅變咗屎啊啦，聽到我潮緊能走嘅了。哎呀死！我走唔夠正咩？Actually， 我是未拍本哦，本來學嘅 episode 嘅了，頭扮起。episode 1夠，episode 1夠咁先。我你放棄其實你 screen 下，只見試啊，只見那回事，嗰度我唔係放 YouTube 嗰陣講講啊，呀，看你放到幾 episode 是個驚噶啦，放住你 projector 嚟定嗬？哎呦，是未使見過愛考過愛潮咧。應該講啊，嗬，你再講下KL 啦，嗬，伊人有一個本是像刮擦店啊，你看唔是刮擦店啊，伊是做啊，你看 funeral service 啊，然後伊人嗬有做，伊人最近啊有做一個燈會戲啊，不，伊人最近有做一個 activity，是好你去 experience。佢哋死嘅，佢坤刮擦那邊看，一隻哦，就不受影響啦。From 你 start 嗬 ，from 到伊佢哋接刮擦去，你未接刮擦時，你是下到佢哋上班嘅，佢哋 TR 是佢哋啊，像 TR， 不是意思講啊，一個文層啊，你看，伊像啊一個人殺佢哋死人嘅，佢哋車你看啊。แล้วคุณตัวติงแล้วอีหลังเดกียร์อีปอกที่ไรแล้วแห่ลูกที่กว่าช้าอะไรดีนะในความโซ่ของลูกที่เก่งยำอันในความเนี่ยกุยเลยแต่พี่เสียตัวกูบ่เก่งยำแล้วก็你這個樣是國別嘅咋？哦，是對裝。即係呢物件是韓國造成嘅。哦，無你假都有這個物件，樣唔知假古正都已經有這個安尼 service 嘅。咪你先是國別樣嘅 idea。แล้วอีหลัง做嘅佢哋 funeral 嚟，成日講 wake อันใน款啊，嗬，真正 modern 嘅 style 嚟咯，整個水啊，然後個有下小影啊，個就是做個水就掉啊啦。有件事為其實咱講啦，做奧數嗬，是心是為了要做嗬貴先人，特別正式做出來物件，本是為挖掉嘅人。並即係安心嘅可能啦，你做所以唔通去笑命啦，去吹數啊！你看你咪其實地冇好咯，啦生。我哋時佢哋都請幾別笑命。即係嘅要個係咯係 make up 嚟咗，所謂我有一個特殊啦，伊咪貴線咯，伊貴線呀，我能夠諗嘛是去看伊咯，然後一聽講白白做工嘅，伊計伊嚟查某嚟啦，伊講無可能伊用一個 colour lipstick 嘅，按款嘅 colour lipstick 伊是貴死人是袂買。唔用貴。伊講我會kam夾咧，伊家己嘅 lipstick 去改畫。伊當初無用迄個 coral 嘅 colour，伊是用 pink 還是 red 嘅。唔捌伊。你唔通安尼假報？伊講 That's not her. She does not use that colour。伊講直直講。啊，咁少本咯嗬。
我愛交代我係對交代你當面食嘅講感謝我寫到咧表裏面對感謝各位聽眾這個禮拜嚟人甲我講唔是個開喙個開心甲我講兩嘅經驗不到咧是但係看聽咧可能係明白啫我都會聽到講有一條 link 嘅你講係 service list 人嘅知特別無類嚟講，你會使去隨看 Facebook 啊，到度隨有人有睇地演啊，還是樣嘅個人對你觀察點嘅，你嚟講講無類嚟講，樣會使去隨 resources 後路，成日講地嘅觀察類後路啦。感謝各位，禮拜兩嚟到對嚟講者，感謝大家，拜拜，拜拜，拜拜。